了解咗有呢個私家車啦。咁喺今次嘅影片嘅時候咧，咁講巴將會同大家去講埋一啲叫做電單車同埋一啲嘅商業嘅車輛㗎。而喺當中嘅入面嚟講啦，大家經常都會問到一樣嘢。其實做一般保險嘅時候，究竟有冇肉食嘅咧？咁講巴都可以同大家講啦。通常做得一般保險嘅時候，大家通常都會諗一樣嘢，就係叫做揼石仔。又或者大家經常都會諗到啦，就係呢啲係特別容易去開口，甚至乎好多時咧都係一啲嘅官方機構需要啲人士去買㗎。嗱，喺汽車保險，上次嘅影片講巴都同大家講過啦，就一個叫做第三者嘅責任保險喎。咁喺今次嘅影片嘅時候，亦都有啲乜嘢要去留意咧？咁大家如果覺得講巴嘅影片幫得到手的話，循例都係嗰一句㗎啦。咁記住，如果你身邊嘅朋友啦，去訂閱翻講巴嘅頻道啦。當然，咁講巴更加希望大家啦去成為加入呢一個講巴嘅會員頻道啊。咁講巴未來咧都會不斷咁樣陸續啦將剩餘嘅卷二嘅一啲嘅影片啦上載去呢一個嘅頻道上面，同一時間亦都會一啲嘅模擬試題啦，慢慢講巴啦，都會做一啲嘅演繹，然後放喺呢個嘅頻道嘅上面㗎。咁但係當然啦，大家經常都會加入呢個頻道嘅時候會問到，咁究竟我應該成為個乜嘢嘅會員咧？咁除咗價錢以外，喺個內容上面有啲乜嘢嘅分別咧？咁講巴之後咧都會有一段嘅影片啦，同大家去講一講㗎。好啦，咁但係翻去今次嘅卷二內容先，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去睇下今次嘅影片內容啦。正如講巴啱啱嘅影片都提及到啦，卷二第一章嘅內容嘅時候，佔咗考試比重46%，題數有23題，咁大家緊記溫書要小心啲啦。最近有好多嘅朋友仔都同講巴去講翻啦，喺卷二嘅考試嗰度咧觸礁咗啊，即係話考試唔合格啊。咁所以講巴好鼓勵大家，緊記住去睇講巴嘅影片嘅同時，唔好忘記咁講巴嚟講一啲嘅模擬試題啦。如果大家真係有個別嘅需要嘅時候咧，透過翻 email 即係影片下方嘅 email 啦，去聯絡翻講巴咯。講巴最主要都係希望幫得到手嘅同時啦，希望大家可以做到考試一 tick pass 啦。好啦，我哋翻返去影片入面去睇下電單車啦。嗱，緊記住啊，上一段影片講巴曾經講過啊，我哋決定一架車究竟屬於乜嘢車輛啦，係睇佢嘅用途啊，並不是佢架車嘅結構啊。好啦，咁我哋翻返去電單車嘅世界入面咯喎。喺講巴以往同啲朋友仔去講乜嘢係電單車嘅一般保險嘅世界入面啦，電單車有啲咩要留意嘅時候啦，通常大家都有啲地方咧覺得好奇怪嘅係乜嘢咧？第一，嗱，緊記住電單車係成架電單車被偷嘅時候咧，先至會構成有效嘅盜竊索償啦。即係話，如果個賊仔偷架車嘅時候啦，偷正個車轆嘅或者偷正嗰個呔鈴嘅時候啦，唔好意思，係冇呢一個嘅有效嘅盜竊索償會發生㗎。好啦，第二樣嘢就係電單車嘅配件被盜咧，通常都係唔會受到承保啊！嗱，咁呢度大家其實唔難去理解啊。電單車好多個配件通常都係外露噶嘛，咁即係話個風險亦都係特別高啦。咁所以通常嚟講喺保險公司嘅角度，雖然係打開門口做生意啫，但係一啲風險特別高嘅地方嘅時候咧，特別高嘅內容嘅話咧，保險公司都有可能唔會去包，唔會去承保㗎。咁所以大家留意住紅色嘅字眼啦，成架電單車被偷嘅時候先至會構成有效嘅盜竊索償。第二個 point 係電單車嘅配件啦被盜啦，通常都係唔會受到承保㗎。嗱，至於最後一個 point 嘅時候，咁大家輕輕去睇下就得㗎啦。受保嘅電單車，任何嘅損失或者嗰啲損害咧，通常都會設咗一個嘅標準自負額嘅，咁又唔太難理解嘅，因為始終都係電單車，我哋都會話啲風險比較高啊。傳統上我哋講嘅私家車都係話鐵包皮啊嘛，但係電單車通常都係話皮包鐵呢一個嘅道理一樣㗎。咁但係所以喺保險公司角度就係好多時一啲電單車嘅損失或者損害啦，都有一個最 minimum 啦，一個嘅自負額係會設翻上去㗎。咁但係當然啦，電單車需唔需要買呢個第三者嘅責任嘅保險啊？同樣地都係需要啦，始終佢喺路上面行緊㗎嘛。咁所以大家都係記翻啦，第三者嘅傷亡責任啦，每宗嘅事故啦係1億港元；第三者嘅財產損害責任啦，每宗事故咧就100萬港元啦。咁係仲有一個 point，咁講翻希望大家留意嘅，就係話喺電單車嘅一般保險世界入面啦，通常承保埋乘客嘅法律責任嘅安排並不普遍。講緊嘅係乜嘢意思咧？我揸住架電單車，我後面個乘客突然之間腳多多一腳伸埋去路邊嗰條電燈柱嘅時候，哇！真係踢冧咗條電燈柱嘅時候咁犀利喎。好啦，咁但係當對方去追究嘅時候，咁其實保險公司會唔會賠嘅咧？咁講翻喺度，根據翻文字所講咧，通常都係唔賠㗎，並不普遍㗎。咁但係當然啦，你話私底下有冇個別嘅保險公司，你願意俾多啲嘅保費，然後去包埋咧？咁講唔埋。咁但係通常我哋都係個答案就係有關乘客嘅法律責任安排係並不普遍。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好啦，而跟住落去咧，我哋又進入一個比較考得多嘅一個嘅車輛咯喎。嗰個車輛唔係私家車，唔係電單車，係仲有一個嘅車輛啦，商用車輛。嗱，其實大家諗得到㗎，商用車輛好多時真係一啲做生意嘅車輛啦，的士可以係啦，貨車可以係啦，嗰啲嘅巨型嘅拖頭亦都可以係㗎。嗱，咁所以呢個嘅位置嘅時候咧，考試最中意問咩咧？通常比較多唔同車輛種類屬於嗰隻嘅汽車保險係屬於邊一個咧？佢就俾你揀翻咯喎，私家車、電單車定係商用車輛啊？大家一定要揀商用車輛。商用車輛咧，我哋會話個種類較之於電單車同埋私家車係會較多㗎。好啦，第二個嘅位置就係下面紅色字眼嘅地方啦。有關嘅保險相當可能係全險啦，因為始終大家都係揸架揾食車啊嘛。但係有一個方大家一定要記啊，由超載或者過度使用造成嘅損害，通常都係除外責任啊。即係話大家見得到有陣時喺路面上面有啲嘅車咧，唔知大家可能係一啲嘅影片啊，又或者係一啲唔同其他嘅社交平台可能都睇過啦，有啲車載到鬼死咁重噶嘛，完全一望落去已經知道係超載等等嘅情況噶啦嘛。咁呢啲嘅車輛如果佢造成嘅損害嘅時候，係咪屬於保險公司嘅賠償範圍咧？緊記住唔屬於噶啦，因為保險公司同樣地都係你不正當咁使用架車嘅時候，你又超載又或者有其他嘅情況發生嘅話，呢一個係屬於除外責任嚟㗎。嗱，咁呢啲嘅商用車輛有冇第三者嘅責任保障咧？當然都係有啦。咁但係根據翻個課文嘅時候咧，佢特別強調咗啊，喺個商用車輛入面嘅第三者責任保障咧，有啲個附加嘅除外責任，大家一定要密切去留意㗎。即係有啲咩嘅情況唔包咧？嗱，譬如第一個作為謀生工具嘅車輛，謀生工具條款，即係話如果個車嘅時候咧，譬如佢攞嚟做謀生工具嘅時候咧，有可能就會跌入咗呢一個嘅除外責任範圍入面咯。但係當然過往好多人經常都會問到，喂，講翻詳細嘅解釋究竟係啲乜嘢咧？嗱，我都係講翻嗰句㗎啦，大家要記住背兩點嘅內容啦。第一，你去背翻呢一個嘅機械挖土機。乜嘢意思啊？講巴嗱，考試好中意問㗎。
如果有一個所謂謀生工具條款嘅時候啦，有啲乜嘢嘅例子係跌入咗第三者責任保障嘅除外責任咧？嗱，佢通常就俾你揀一啲嘅例子噶咯喎。記住點樣都好，揀翻呢一個嘅機械挖土機。嗱，呢個咧係根據翻課文嘅，因為考試好中意考呢一個嘅地方啦。第二，食物中毒同埋相關嘅索償，呢個都係跌入咗一啲附加嘅除外責任喎。舉個例子，可能我嗰架車嘅時候啦，即係可能本身係買啲嘅食物嘅，但係因為食物而引致對方嘅一啲嘅食物中毒嘅時候，嗰啲嘅索償啦，通常都會跌入咗呢一個嘅除外責任㗎。咁以往同樣地都係好多朋友仔會問，哇，有冇搞錯啊？咁樣都冇得索償，冇得去賠㗎。嗱，咁緊記住呢一度。嗱，如果我作為嗰個受害者嘅時候，我去索償對方嘅，喂，保險公司唔賠啫，咁但係我仲可以從一個就可能其他啲法律嘅訴訟啊，有啲民事嘅訴訟去追討翻對方啦，咁呢個都係可以噶。好啦，第三，汽車上面嘅存貨或者指明類別設備嘅損害，嗱，咁呢個通常我會用一個乜嘢嘅例子咧？大家可以諗下，譬如一個嘅救護車。救護車上面，大家會知道有好多嘅救護嘅設備啊，又或者一啲好專業嘅設備等等啦。好多時一啲嘅汽車保險嚟講啦，可能係唔包嗰啲指明類別嘅一啲嘅設備嘅損害㗎。咁但係大家會問，喂，咁我有啲咩方法可以係包埋啊？咁同樣地，咁講翻經常都嗰句啦，有錢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同保險公司去傾咯。咁可唔可以加多啲嘅保費去包埋呢一啲嘅內容啊？甚至乎我唔真係買唔到呢份汽車保險嘅時候，我有冇啲個別嘅其他嘅險種可以去買，可以包埋呢啲嘅設備咧？呢啲都可以另外去再傾嘅。只不過呢度我哋凡事緊係一啲第三者責任嘅保障講嘅除外責任啫。咁最後一個都係啦，車輛嘅震動或者嘅重量對於道路啊造成嗰啲一啲嘅損失啦，即係話架車太重啦，真係砸冧咗嗰一個嘅道路，係啦，衍生嘅一啲嘅索償，哇，成條路我點樣賠出嚟啊？咁所以通常都會跌入咗一啲嘅除外責任㗎。嗱，而至於最後一個嘅醫療費用就係乜嘢咧？醫療保呢啲嘅基本保單啦，基本嘅一啲商用車輛嘅汽車保險啦，通常都唔包一啲嘅醫療費用㗎啦。咁但係通常都可以你另外俾多啲錢，咪有可能會去包咯。咁但係我喺度提醒一樣嘢啦，通常呢啲汽車保險包嘅醫療費用啦，通常保嘅都係唔太多嘅。好啦，咁但係當然，我作為一個嘅司機，哇！如果我真係買份汽車保險嘅時候，可能我真係作為一架揾食車嘅喎，有啲咩問題真係話我擔心醫療費用喎，咁都係啦，我哋跳出翻個框架去諗先。依家係講緊汽車保險啊嘛，如果真係擔心醫療費用嘅，咁咪另外買一份醫療保險去保障翻自己一啲嘅醫療支出咯。嗱，咁至於一個商用車輛需唔需要買第三者責任保障啊？咁大家都會知道一定需要啦，係啦，因為政府要求噶嘛。嗱，咁其實佢都係第三者嘅責任嘅傷亡責任啦，最低個責任限額都係每宗事故1億啦。咁第三者財產責任嘅時候就係100萬啦。咁但係講翻特別想大家留意嘅係下面專門車輛嘅地方，正如啱啱嘅影片都會講到係乜嘢咧？有啲車係需要面對一啲唔尋常嘅風險啊，例如救護車，又或者係殯儀車啦。咁我相信呢個唔需要講得太明顯，大家都會知道㗎啦。喺車上面可能有個別嘅設備啊，或者其他等等嘅內容嘅時候啦，保險公司可能針對呢一啲嘅車啦，有個別嘅條款啦，先至俾佢哋去買呢一啲嘅車嘅保險等等嘅。咁但係我哋唔太能理解喎。嗱，我哋頭先講過啦。保險公司都係打開門口做生意嘅啫嘛，嗱，並不是話喂，你架車可能有個別嘅設備，我就一定唔包你，又唔係嘅，只不過保險公司可能有個別嘅條款，可能有啲嘅 exclusion 啊，咁可能 set 落去呢一啲嘅車上面嘅啫，又或者係需要交高啲嘅保費咯。嗱，第二點咁講翻都希望大家去留意係乜嘢，就係車隊嘅保費定價啦，就係同一個車主啦，就係我之前曾經講過一啲可能係的士大王或者係一啲嘅小巴大王嘅時候啦，通常佢哋係點樣去參照佢哋嗰啲嘅車隊去決定個保費嘅咧？通常都會參照啦，就係佢哋嘅車隊嘅經驗啦。去釐定個保費啦。譬如可能我呢幾個司機嘅時候揸咗小巴，可能係我呢個車隊呢啲嘅小巴司機啦，可能係揸咗幾多年嘅。咁保險公司咪睇下呢班人佢揸咗小巴揸咗幾多年咯。而並不是話從個行業嘅經驗喎，話譬如可能佢哋做咗運輸界做好多年，咁但係唔理啦。咁但係依家總之個車都係小巴啊嘛，就淨係睇佢哋揸咗幾多年小巴，都有可能咁樣去釐定保費㗎。跟住最後一個嘅時候啦，咁大家輕輕去睇下就得啦。嗱，咁但係最後嘅汽車行業風險啦，就係嗱，我想大家特別留意車房呢啲可能有個別需要嘅一啲嘅行業啦，佢哋亦都有一啲特別嘅保險需要㗎。嗱，曾經考試用過一個例子題去考嘅，咁大家都要留意翻，考試係會出㗎。咁佢都講到啦，佢就係話，喂，如果有一個嘅車房嘅時候咧，經常有啲車出出入入嘅時候，你同我都會好明白，呢一啲嘅車房嘅時候咧，可能佢哋都會有個別嘅風險。話你出入嘅時候用乜嘢真係撞花咗、揩花咗嘅時候啊，咁我去買保險嘅話，咁保險公司會唔會有個別嘅條款 set 翻落去咧？都有可能嘅喎。咁所以大家呢啲都係要留意嘅地方嚟啦。好啦，咁我哋講咗漫長嘅車險之後啦，跟住我哋又轉一轉下一個嘅話題咯。緊記住都係第一章嘅內容啊，仲有好多啊。咁我就會依家同大家講下健康保險。首先會同大家講下人身意外同埋一啲嘅疾病保險啦，跟住就會同大家講下醫療保險究竟係啲乜嘢嚟啦。好啦，咁人身意外同埋疾病保險嘅時候啦，我相信對於大家咧唔太難理解嘅，因為可能考得卷二嘅咁多位啦，可能你已經考過卷1。或者考過卷3，又或者你所有其他嘅卷咧都已經搞掂晒㗎啦，係差過卷2嘅啫。嗱，咁所以喺度嘅時候咧，不論你係考過咩卷都好啦，緊記住要背嘅地方。嗱，人身意外同埋疾病咧，一定要背嘅就係佢嘅基本目的啊。考試問過好多次啦，廣巴自己都見過好多次啦，係起源於早期因為不斷上升嘅乜嘢意外個案而引發嘅保險需求咧。緊記一定要揀鐵路意外，考試見過㗎啦，佢可能會出馬路啦，又或者出其他啦，咩飛機啊乜嘢都好啦，你一定要揀翻係早期不斷上升嘅鐵路意外。好啦，咁個保障範圍通常會包啲乜嘢啊？你同我都好明白，可能係會一筆過支付一啲嘅利益啦，可能因為意外導致嘅死亡或者特定嘅損傷，可能會一筆過去俾啦，又或者按周計算一啲嘅利益，可能我真係暫時性翻唔到工喎，我真係可能有一段時間翻唔到工嘅時候，咁保險公司咪按周去計算翻個利益，然後去賠翻俾人咯。咁當然醫療開支當然都會有啦，咁但係緊記住都係要由意外嘅傷害導致嘅一啲醫療支出先至會得到呢一個嘅保障啦。好啦，咁但係呢啲嘅意外同埋疾病保險嘅時候，有啲乜嘢係限制或者除外責任咧？大家你同我都好明白。第一個限制就係一定有意外啦。咁乜嘢叫做意外啊？咁循例
港巴以往經常都會問人㗎，通常都會得到一個嘅標準答案，咪就係意料之外咯。咁但係呢度其實根據翻官方嚟講咧，有一個嘅定義喺度嘅，意外、外在、暴力同埋明顯可見嘅原因啦，而引致嘅一啲身體受傷。咁港巴咁多年都會舉個例子㗎，喂，真係撞車嘅時候可能個司機就撞死咗啦，係啦，又或者第二個嘅情況就係個司機撞車之後冇一個明顯嘅傷害喎，然後可能佢係因為心臟病病發喎，係啦，咁究竟呢個又符唔符合意外咧？咁而屬唔屬於呢個意外嘅身體受傷咧？咁呢個我想留翻俾大家去諗一諗。第一個情況撞車，斷手斷腳死咗啦個司機，呢個好明顯係啦。第二個撞車乜事都冇，係啦，不過嚇一嚇，然後心臟病病發，然後死咗，咁呢個屬唔屬於啊？咁大家可以考下自己嘅。好啦，受傷同埋殘疾嘅定義，咁呢度我唔重複啦。喺卷3嘅時候，大家應該背過晒呢一堆嘅內容㗎啦。乜嘢叫做傷殘啊？係啦，點樣叫做喪失肢體啊、喪失視力啊？係咪都覺得似層層嘅內容啊？咁其實呢啲喺卷3你哋係學過晒㗎啦。好啦，咁喺跟住後面咧，咁仲有啲嘅時間限制啊、利益限制啦。咁可能喺過往嘅時候，大家自己都有諗過，喂，如果真係話按照你嘅時間限制，有關嘅死亡殘疾必須發生受傷之後嘅12個月之內嘅時候，有啲嘅情況可能真係昏迷㗎嘛，咁點搞啊？睇翻埋後面嗰句，特殊嘅情況可能會得到一啲酌情啦，或者一啲同情嘅考慮，所以好難一概而語啦。咁當然下面一啲嘅利益限制啦，通常都會訂明有關嘅權益不可累積，除非係一啲嘅每週嘅權益以外啦。好啦，咁進一步嘅時候，我哋睇埋一啲最後一啲嘅除外責任啦。我諗呢啲都係大家嘅老朋友嚟㗎啦。基本風險、戰爭、核子、愛滋病等等呢啲都係危險活動啊。可能一啲個別，可能一啲笨豬跳啊，或者係飛機上面好高咁樣跳位落嚟嗰啲咧。好啦，違反社會原則嘅活動、自殘自殺等等、酗酒啊呢啲啦，全部都唔包啦。分娩懷孕啊，又或者啲消防啊、持槍部門當值期間出事等等呢啲啦，都係考試常出嘅。咁過往好多人都會問到啦，都係呢啲嘅部門咁咪好鬼高風險咯。高風險就梗㗎啦。咁但係好多時都會有啲嘅個別保險公司可能針對呢啲嘅行業提供個別嘅險啦，一啲嘅保險啦，去保障佢哋㗎。咁所以我哋都係得個支持啦呢啲嘅地方。好啦，咁但係跟住呢度咧，就係大家反而進一步要留意嘅，就係點樣去決定呢啲人嘅保費咧？嗱，首先第一樣嘢你要記住嘅，男人、女人佢哋嘅保險費率咧係相同嘅呢一度，即係唔會因為佢係男士、女士而做呢一啲嘅工作嘅時候咧，有個別一啲嘅保險費率去考慮嘅。咁但係保險公司點樣去決定究竟嗰個人嗰個保費嘅高與低咧？就按翻有關嘅職業去做一個嘅計算啦。通常保險公司內部嚟講咧，會有翻一個好鬼多唔同嘅一個嘅職業啦，根據翻佢哋嘅風險去設定翻㗎。喂，嗰個嘅職業啦，可能個風險特別高嘅喎，可能從事高空工作，又或者我哋都會知道喺街上面，可能喺地盤嘅工作同喺辦公室入面嘅工作嘅時候，我哋都會知道唔同嘅職業有唔同嘅風險啦。咁所以其實保險公司一定知㗎，而保險公司亦都根據呢啲嘅常理去判斷翻啦，究竟唔同職業可能佢哋交嘅一啲嘅保費啦。咁所以好多時大家可能你自己買保險嘅時候，其中一條問題都會答到究竟嗰個人個受保人嘅職業究竟係啲乜嘢啊？嗱，我哋又話喺個技術上面同埋個實務層面啦，有啲乜嘢唔同咧？喺技術上面，被保人對於自己係有無限嘅可保權益，所以其實個保額啦係買幾大都冇問題嘅。嗱，咁呢一個啦，可能有啲曾經學過卷1、3嘅朋友仔啦，咁呢度講翻都要再次提醒翻，自己同自己係有無限嘅可保權益。技術上面你買幾大都得，係啦，買得大賠得大。但係喺實務嘅層面上面啦，嗱，技術同實務係兩樣嘢啊嚇。OK，即係等於我成日都話考試同現實你即係做生意係兩個嘅世界嚟嘅。講翻喺未來嘅影片咧，都會慢慢滲啲喺現實嘅世界上面一啲常見嘅保險代理人佢做緊嘅嘢俾大家去知道㗎。嗱，咁但係我哋翻返個內文上面先，喺實務上面，如果保險公司其實背後保險公司有大把嘅數據喺度啦，發現嗰個人佢嘅保額遠大於佢嘅正常需要，又或者佢買緊嗰啲嘅人身意外疾病保險嘅每週嘅利益嘅金額啦，可能多過佢每週賺取嘅金額嘅時候，話你可能真係有咩事瞓喺醫院賺嘅錢仲多過你翻工嘅，保險公司一般都唔會提供保障。咁所以大家緊記住啦，保險公司絕對唔係傻㗎，保險公司背後有大量呢啲嘅數據啦，去 support 住佢哋每一個嘅決定，並不是話個客你肯俾錢就一定買得到保險，並不是呢一個嘅故仔啦，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好啦，咁就住一啲嘅人身意外同埋疾病嘅時候咧，呢啲嘅險種咧，仲有少少其他特點大家要知嘅。第一，團體保單，其實越嚟越多一啲嘅僱主啦，係將一啲嘅意外保險啊，甚至乎一啲額外一啲醫療保險啊，作為員工嘅額外福利係俾佢哋㗎。嗱，咁但係通常呢度衍生兩派嘅睇法嘅就係，不嬲唔係一定要有嘅咩？係啦，緊記住唔係一定要有嘅，只不過通常呢啲都係越嚟越多嘅僱主啦，特別一啲嘅私人公司啦，係會俾一啲嘅員工一啲額外嘅福利咯。最緊要都係留住啲員工嘅啫。嗱，第二個 point，咁大家都要諗一諗就係乜嘢咧？可取消性，合約期限通常都係1年，其實係公司啦，嗰間私人可能一啲私人公司啦，同保險公司啦自己簽訂嘅或者買咗嘅一啲一般保險嚟嘅。係啦，咁每一年就當然要續保啦。所以其實對於個打工仔啦，其實唔需要知太多。總之我一路作為你嘅長期員工嘅時候，我有呢一啲福利就 that's all 㗎啦。只不過背後就通常都係嗰間私人公司同保險公司之間嘅一啲嘅協議啊、協定啊等等啦。所以好多嘅坊間嘅時候啦，有好多嘅一啲嘅代理人，如果真係做呢啲生意嘅時候，就成日都會揾呢一啲嘅私人公司啊，又或者漏佢哋可能去轉一啲嘅一般保險轉去自己公司嗰度啊，然後可能去賺取一啲收入，都有呢一啲嘢嘅。咁所以大家呢啲啦，亦都可以知道啦。好啦，咁今次嘅影片啦，咁講翻就先喺度停一停咯喎。咁喺未來嘅影片嘅時候咧，緊記住啦，卷2特別係第1章啦，咁大家仍然會學到大量唔同嘅保險㗎，例如家居保險啊、家用啊、旅遊保險等等呢啲啦，甚至乎乜嘢叫做一籃子嘅保單，乜嘢叫做組合式嘅保單咧？喺未來嘅影片嘅時候咧，咁講翻都會慢慢同大家去講解㗎。咁但係緊記住，當大家成為咗一個會員頻道以後咧，講翻未來都會有好多精彩嘅內容，慢慢一路放上去呢一個嘅頻道上面㗎。例如而家一路放緊嘅一啲嘅卷2嘅內容啦，同埋一啲嘅模擬試題嘅解讀。如果大家真係有需要呢個模擬試題嘅時候咧，緊記利用翻影片下方嘅 email 直接聯絡翻講巴咯喎。好啦，咁今次嘅影片啦就先嚟到呢一度啦，咁我哋再喺下一段嘅影片嗰度再見。
Hello，咁多位會員，第4個嘅部分內容㗎啦。如果你已經係睇晒嘅時候啦，咁其實就住第1章嘅內容啦，你應該已經係熟習咗一半左右嘅所有嘅內容㗎啦。咁但係喺今次嘅第5部分內容，甚至乎往後第1章嘅可能第6部分啊嘅內容嘅時候啦，咁講巴都會同大家去睇埋剩餘嘅部分㗎。因為其實喺今次呢個部分入面啦，咁講巴亦都會同大家去介紹到，例如係旅遊保險啦，同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topic 就係話一啲嘅財產同埋經濟權益保險入面啦，好多時我哋會牽涉到咧一啲嘅盜竊保險、金錢保險、火災等等呢啲嘅保險嘅內容嘅時候啦，即係火險啦。咁究竟有啲咩考試嘅重點位置要去留意咧？譬如陣間一開始同大家講到嘅，例如旅遊保險嘅時候，呢個唔好話淨係考試，甚至乎針對大家未來做生意嘅時候啦。咁講翻之前都講過，卷二有陣時都係講緊一啲揼石仔嘅保單啦。旅遊保險更加係一個最容易去同你個客戶去講噶啦，因為好多時而家啲人去旅行嘅時候咧，都會自動咁樣去買咗份旅遊保險㗎。咁但係有啲乜嘢嘅地方你係需要去留意嘅咧？咁大家都陣間留意講巴所講嘅內容啦。另外啦，如果大家都係對於講巴嘅頻道啦，覺得個內容幫得到手的話啦，緊記向你身邊嘅朋友仔啦去推介翻講巴嘅頻道。當然，如果就住卷二嘅內容啦，又或者係就住模擬試題嗰啲嘅解讀啦，大家有進一步有興趣的話啦，緊記向你身邊嘅朋友仔啦去叫佢參加埋講巴嘅會員頻道咯。因為所有卷二嘅內容同埋一啲嘅模擬試題嘅解讀啦，講巴都會放晒喺會員頻道入面嘅。咁但係未來就住會員頻道入面，大家都會知道仲有一啲嘅高級啊，甚至更加高級嘅會員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又或者有啲乜嘢嘅內容上面嘅變化。咁放心，講巴其實已經係諗好晒㗎啦，點樣可以協助得到大家去做生意嘅內容咧，都會將來放晒喺嗰啲嘅頻道嘅會員級別上面嘅。咁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啦。好啦，依家事不宜遲啦，咁我今次亦都即刻同大家去睇下今次嘅卷二內容先。正如講巴之前喺其他嘅影片嗰度都有講過啦，卷二嘅第1章啦，佔嘅比重真係太多啦。咁大家再一次去睇翻100% 入面佔嘅考試比重高達46% 啊，即係考嘅50題入面啦，考成23題。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明白到第1章咁佢嘅內容的而且確比較多，咁所以講巴都盡可能係分翻開唔同簡單嘅部分啦，協助大家去做理解嘅。咁所以除咗今次嘅第5部分以外啦，咁其實之後咧都會仲有第6嘅部分嘅內容啦，同埋往後咧都會慢慢同大家去講埋第1章剩餘嘅地方噶。咁但係心水清嘅你可能已經睇得到啦，第3同埋第4章啦，其實考嘅題數啦分別都係考5題，咁所以有關嘅章次啦個內容就會相對比較少啦。咁所以大家咧亦都要留意翻呢啲嘅比重，加緊你嘅火力，集中你嘅火力喺第1章嘅內容上面啦。好啦，咁一開手嘅時候，先同大家去講埋旅遊保險究竟係啲乜嘢先啦。咁承接住上1章咧，大家都會記得你曾經學過家用保險係咪？我哋都會識得分乜嘢叫做一籃子保單同埋組合嘅保單噶喎。再一次提翻一籃子嘅保單啦，即係你個客其實俾保費嘅時候啦，就好似買咗成個 package 翻嚟咁樣啦，即係話好多入面嘅內容已經係原本保險公司定好晒噶啦。譬如我哋平時自己去買旅遊保險嘅時候，大家都會知道啦，買嘅旅遊保險已經預先定好晒包啲乜嘢噶啦，例如醫療費用啊、人身意外啊、飛機延誤啊、送飯開支啊、個人責任等等呢一啲嘅內容都包晒喺入面。咁所以我哋都會統稱呢啲叫做一籃子嘅保單啦。咁但係呢度我哋再一次去留意翻，嗱，考試通常會點樣考你咧？考試問嚟問去都係2個嘅方式嘅啫。佢一係就問你旅遊保險係咪屬於一籃子嘅保單？倒轉第2個方法，佢就問啦，以下邊一隻係屬於一籃子嘅保單咧？咁你就記起翻旅遊保險係屬於一籃子嘅保單啦。不過少少嘅題外話，以往好多嘅朋友仔都會問到，其實旅遊保險係咪真係要買嘅咧？第2個問題最多時問嘅就係話嗰啲嘅所謂嘅送飯開支同埋個人責任啊，咁究竟係啲乜嘢嚟㗎？嗱，咁講巴額外提一提啦。旅遊保險咁講巴都好強烈建議，當大家去旅行嘅時候，的而且確要買翻一份傍身啊！始終都係我哋明白到好多時去旅行嘅時候，當然唔想有啲乜嘢嘅意外啦，係咪？咁但係去到外地嘅時候，如果真係一牽涉呢一啲嘅事故意外嘅時候，如果真係可能要住醫院的話啦，緊記住你唔係當地人嘅話啦，好多時入到醫院的話，嗰個費用真係可能係我哋意想不到咁高昂㗎。咁所以我通常都係旅遊保險，我哋買嘅時候一係就斷年去買啦。通常呢啲係俾嗰啲出 trip 啊、business trip 嘅人可能會成日去飛嚟飛去嗰啲去買啦。另一個比較大群眾嘅就係斷日子去買啦，係咪？可能買嘅價錢的而且確唔係咁高，但係背後保障嘅風險啦，的而且確可以俾到我哋又或者我哋身邊嘅客咧一個好大嘅保障㗎。第2個啦，就係話咩叫送飯開支咧？好多個朋友仔經常都會問，如果喺外地真係發生咗啲不幸事故嘅時候，你個軀幹啊、你個身體啊都要送翻去原居地，都要錢㗎嘛。咁呢個就會牽涉到送飯開支呢一樣嘢啦。只再係一個個人責任保障嘅時候，喺外地發生咗啲乜嘢嘅事故，舉個例子，如果我真係喺一個商場入面，喂，我推跌咗嗰一啲嘅商場嗰啲嘅人形公仔砸親人，人哋依家向我索償喎，係我推冧咗嗰啲嘅公仔砸親人嘅時候，呢個咪我嘅責任啦？呢個會唔會包喺醫療保單入面咧？會唔會包喺旅遊保險入面咧？更加會唔會喺呢個 cover 範圍入面，保險公司會作出賠償咧？都有可能會包埋喺入面㗎。咁但係當然講法唔會講到咁實啦，因為最終要決定翻嗰份旅遊保險究竟保障嘅範圍係幾咁廣泛，同埋究竟個責任係咪真係屬於我哋自己先？呢啲背後會牽涉好複雜嘅內容㗎啦。咁呢啲喺將來講翻其他影片再同大家去介紹啦。咁但係集中翻喺旅遊保險嘅時候，記住佢係一籃子嘅保單就可以啦。好啦，咁另外啦，旅遊保險嘅限制責任同埋保費嘅根據咧，咁大家見到講巴用紅色 highlight 咗俾大家，嗱，呢個係經常都會考啊嚇，咁所以講巴咧特別希望大家去記一記啊。嗱，事實限制同埋場外責任啦，通常都係嗰啲保障，正如頭先講巴都講到，可能一啲嘅個人責任啊，嗰啲保障嘅時候啦，可能係會有一啲 exclusion 上去噶，咁所以大家都會見到頭先講巴都會話，可能我哋要睇埋係咪嗰個人嘅責任先，同埋嗰張保單嘅 cover 內容究竟係幾入咧？咁因為背後一定係牽涉到噶，例如佢嘅例子係乜嘢？可能會豁免承保因為用汽車引致嘅法律責任。另外啦，人身意外嘅時候亦都一啲常見嘅場外責任條款會包含埋喺入面。仲有好多時都會有一啲嘅自付額啦，
即係我哋嗰啲嘅墊底費啦，消除一啲嘅小額索償等等呢啲啦。咁呢啲大家都可以去記一記嘅。但係考得更加多嘅係下面保費嘅根據。嗱，其實又唔需要話太過複雜嘅。我哋買旅遊保險，大家嘅經驗會係點樣啊？通常會問你買嘅時候你揀咯自己，你係想保障全球、東南亞地區定係點樣咧？你通常根據你揀嘅地區，第二根據你嘅日子，可能係你去幾多日呢一啲嘅時間，仲有你張單究竟係保幾多個人咧？同埋你張單係咪斷年嘅保單咧？即係年保單咁樣去計咧，定係逐次去計咧？嗱，呢啲全部都會牽涉到個保費嘅根據㗎。咁所以大家喺溫書嘅時候啦，除咗記旅遊保險係一籃子嘅保單嘅時候，試下都記埋旅遊保險保費嘅根據點樣去釐定啦。咁大家通常買旅遊保險係點樣買㗎？可能有啲人會話就係行入去銀行買咯，行入去保險公司買咯，填方啦，係咪啊？其實都仲有其他嘅方法嘅，可能大家亦都可能會用到 ATM 機，係啦，即係嗰啲嘅自動櫃員機，甚或乎有陣時即係打個電話上卡公司嗰度。其實呢啲龍龍種種嘅唔同嘅方法，目的第一個就係希望用家嘅方便，因為我哋都會明白到一樣嘢，買得旅遊保險通常幾時買啊？都比較少人可能係早1-2年就買定啦，係咪？甚至乎好多時都係臨出發前嗰一日先至去買㗎啦。所以其實保險公司亦都明白呢一個嘅道理，所以好多時旅遊保險啦都係從一個嘅用家方便，咁大家記住4隻字啊嚇，用家方便嘅角度做出發點㗎啦，即係都唔需要點樣做核保，你肯俾錢，你肯填方就可以㗎啦。但係就住一啲嘅旅行社又點做啊？旅行社係帶團㗎嘛，一紮人去買㗎嘛，所以好多時嚟講啦，旅行社佢哋有另外一個嘅做法，保險公司針對旅行社啦，好多時會用一個叫做總保單嘅概念去做啊。總保單有少少似火險，我哋通稱俗稱叫做 master policy，master policy， 即係話保險公司向呢一啲嘅旅遊代理發出一啲嘅總保單嘅啫，即係話總之係囊括咗一啲基本嘅內容，而至於個別嘅客戶咧，淨係得到一張仲更加簡單嘅內容叫做保險憑證。唔知道大家平時如果係跟團去旅行嘅時候，有冇得收過一啲類似嘅內容咧？咁仲有一樣啦，就叫做積累啦。透過設立再保險嘅計劃，降低風險。咁講家經常都會話，保險公司並不是打開門口做善事啊嚇。其實保險公司如果真係遇到啲合理嘅索償，係啦，咁其實保險公司係需要賠錢噶嘛。咁但係如果真係發生意外，我哋諗下，譬如如果有啲空難事件發生嘅時候，哇，成機人可能全機罹難的話，其實保險公司要賠出去嘅金錢啦，絕對唔細噶喎。咁所以其實保險公司背後咧都會考慮到嗰啲嘅賠償啦，嗰啲嘅風險問題啦，甚至乎保險公司啦都會設立呢啲再保險嘅機制啦，再將個保險分出去俾其他再保險公司嘅。而如果大家唔記得咩叫再保險嘅時候，不妨睇翻港巴之前喺港巴嘅頻道啦，其他嘅卷嗰度啦，都曾經分享過呢一個嘅概念㗎。咁喺將來當然港巴亦都會再同大家去講下呢啲專業嘅用語究竟係啲乜嘢嚟啦。好啦，咁我哋睇埋頭先嘅旅遊保險作為一籃子嘅保單之後，咁大家可能會諗，咦，港巴都比較少聽組合嘅保單喎。喺熒光幕上面大家見得到，緊記住組合保單真係好似塊 puzzle 咁樣啦。你要啲乜同保險公司去傾去調，保險公司因應住你嘅需求，甚或乎保費，甚或乎保險公司自己嘅考量之後，係可以 tailor made 為個別嘅客戶去做設計㗎。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最主要嘅分別啦。一籃子嘅保單都唔使點諗㗎啦，總之係 default 曬㗎啦，所有嘅保障內容。但係組合保單咧就可以做到 tailor made 啦。咁通常嚟講咧，都可能係一啲嘅財產權益責任嗰啲嘅組合嘅保單啦，全險嘅保單啦，又或者係一啲嘅責任保險嘅組合保單，例如公眾責任啊、產品責任等等嗰啲，因為佢背後牽涉到嘅保障啊、所需嘅保障啊，可能有好大嘅變化，所以通常喺呢類型嘅保單入面咧，都有可能會出現組合保單，因應個別客戶嘅需求。咁第三，咁大家特別要去記一記啦，都括埋俾大家啦，就叫做散括類嘅保障。其實呢個名稱咧，講得咁多年都話形容得好鬼貼切㗎，即係話好似打開把遮咁樣，乜鬼嘢都塞晒喺把遮下面。散括類嘅保障即係包咗頭先上面嗰兩個財產權益同埋責任保險啦，包晒喺入面，呢個就叫做散括類保障組合。咁所以大家要記呢一啲嘅地方啦。好啦，咁跟住落去咧，我哋轉一轉題目咯，開始同大家去睇下財產保險同埋經濟權益保險。而喺呢一個大題目入面咧，佢將會同大家 cover 好多唔同嘅內容，包括火災啦，即係火險啦、附加危險嘅保險啦、全險呢一個嘅 term，可能大家如果之前喺卷1、卷3嘅時候啦，都曾經睇過噶啦。仲有偷錢啊、偷嘢啊、盜竊保險。玻璃都需要買㗎，玻璃其實好容易碎㗎咋。咁玻璃保險又係啲咩咧？錢都可以去買保險㗎喎。係啦，仲有一個叫做忠實保證保險啦，簡單啲嚟講即係穿櫃桶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叫做保證。咁喺港巴嚟講咧，今次將會同大家啦慢慢去睇下相關嘅內容㗎。咁首先我哋就先去睇下火災同埋附加危險保險係啲乜嘢嚟嘅。好啦，先去睇下火災及附加危險保險。其實火災同埋特殊危險嘅時候，大家都會明白到，全單嘅保險啦，主要都係保障嘅業主啦，即係個建築物嘅啫。對於個租客嚟講，我點會關心個樓宇嗰個結構究竟係燒成點啊？如果真係層樓有問題，我咪揾個第二層樓去租咯，係咪？所以保險嚟講啦，除咗主要係為業主嘅本身利益以外啦，通常都係為咗保埋承接人嗰啲嘅利益購買啦。因為火險買嚟買去都係業主去買嘅啫，所以如果通常大家做按揭嘅時候啦，都有可能牽涉到，喂，究竟嗰層樓有冇買到火險？大家都會諗呢一啲嘅問題咯。咁但係下一個問題就係更加大家會諗啦，咁其實乜嘢叫做火災咧？嗱，咁其實下面佢有寫到嘅就係話基本目的同埋保障範圍，一啲唔應該起火嘅物體，實際上起火了。嗱，簡而言之即係話乜嘢咧？首先唔係故意縱火先啦，呢個肯定噶啦，不是由被保人故意引起嘅。第二樣嘢就係話，喂，嗰樣嘢本身，我假設佢係塊布先啦，你咁擺塊布喺度，唔會突然之間起火噶嘛。咁但係依家佢真係俾嘢燒着咗喎，咁呢啲咪就係不應起火嘅物體，實際上起火了咯。嗱，第二樣嘢，火災包嘅係乜嘢啊？
火災即係火險啊導致嘅損失，如果火災係近因啦，就要留心翻啦。以下嘅情況保障範圍以內啊，咁講乜咁多年，經常都會問啲朋友仔㗎，如果係隔離個單位發生火災，依家佢燒埋波及埋你個單位，咁你個單位有買到火險喎，但係依家係隔離個單位發生火災喎，你估下究竟包唔包喺個保障範圍入面咧？答案係包㗎，係包㗎。嗱，因為大家睇睇，火災並非必須喺受保處所發生啦。OK，第二，煙同埋熱力導致嘅損失都喺個保障範圍入面，同埋第三，咁講吧，經常都會講笑咁樣去講啦。發生火災，第一時間梗係會揾消防員啦，會報警啦，係咪？咁啊，消防員上到落嚟嘅時候，通常都係得一個反應嘅啫，係啦，就係破門而入，甚或乎喺出面不斷咁樣去肥水，係啦，有理冇理，係咁肥啦，總之肥到差唔多成個單位都濕晒咁滯，通常都係咁樣去做噶嘛，係咪？咁呢啲同人哋由水同埋消防人員啊合理地造成嘅損失啦，都喺呢個火險入面，其實係包埋嘅喎，因為佢都寫到啦，由水、消防隊合理地造成嘅損失啦，咁其實都係喺個保障範圍入面㗎，淨係需要證明翻有關嘅損失嘅近因啦，係火災就可以㗎啦，因為冇理由就指個消防人員無端端咁樣走去破門而入㗎嘛，通常都係因為火災而導致咯，咁所以大家都係留意住呢幾個 point 啦。好啦，咁呢啲嘅火險嚟講啦，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嘢都可能會喺埋個保障嘅範圍入面咧，咁大家就可以留意埋啦。閃電啊、爆炸等等呢啲啦，亦都係適用於家居用途非商用嘅氣體導致嘅爆炸嚇。有啲乜嘢嘅氣體係屬於家居而唔係商業嘅用途咧？咁大家就去諗下咯喎。當然考試唔會考到咁深入啦。再者一啲嘅附加危險啦，即係話如果買份火險嘅時候有陣時啦，另外俾錢嘅。係啦，都可以包埋個部分，我哋會叫做特殊危險、類似危險，甚或乎係一啲嘅擴展危險嘅，即係其他個部分本身唔包㗎，你肯俾錢就包埋，咁呢啲叫做附加危險啦。咁喺火險入面有啲咩限制同埋循環責任咧？咁大家去留意就係比例分攤自負額啦，呢啲係卷一，大家應該學過晒啦。同埋喺火災發生時或者發生後啦嘅盜竊損失啦，通常呢啲都唔喺個保障範圍入面㗎啦，即係嗰啲趁火打劫嘅嘢啊，呢啲都唔喺個保障範圍入面嘅，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咁呢啲嘅火險嚟講咧，通常點樣去收個保費？點樣決定嘅高與低嘅咧？嗱，好多時可能我哋做按揭嘅時候，通常大家可能都會跟埋銀行去買啦，直接報埋個價俾大家啦。其實背後嘅 logic 嚟講，通常可能就會睇翻個建築物嚟講啦，佢嘅高度啦、偏僻程度同埋有冇救火設備㗎。咁其實我哋諗深一層啦，最主要咪就係睇翻發生火災嘅時候，究竟啲消防員容唔容易去救火咯？係啦，喂，越高嘅建築物嘅時候，喂，消防員都可能有難度喎。如果係偏僻程度嘅時候，可能消防員嚟到都燒晒咯。甚或乎係你究竟嗰個嘅屋苑嚟講有冇啲乜嘢嘅救火設備？呢啲種種嚟講都有可能影響到個保費㗎。咁但係當然啦，考試通常都係考翻你紅色字眼嘅地方嘅啫，並唔會或者講巴亦都未見過佢用例子去考大家啦。好啦，第二樣嘢仲有冇其他嘅特點啊？頭先所講啦，就係你有冇另外俾錢去加埋嗰啲嘅附加危險咧？同埋一個好重要嘅 point，講巴希望大家去記嘅就係話喺火險入面有可能會牽涉到風險檢驗啊，即係話保險公司有可能係會做實地檢查㗎。有陣時可能真係話你有個單位想買一份嘅火險，但係可能喺保險公司嘅立場，可能我真係嗰個地方我唔知係咩喎，就有可能牽涉到實地檢查啦。最後就係話，可能喺呢個個別嘅物件嚟講咧，亦都會有各自嘅保險標的嘅保額。可能喺你嘅單位入面真係有啲嘅物品啦，可能係特別昂貴嘅，咁可能保險公司就會個別 set 一啲嘅保額上去有關嗰啲嘅物品上面啦。好啦，就住火災嚟講啦，其實仲有一個會牽涉到嘅，就叫做火災營業中斷保險，第二隻嚟㗎啦。咁大家見得到個名都話咗嘅，你知啦，通常都係俾啲嘅商鋪啊去用啦。發生咗火災之後做唔到生意喎，咁當中嘅損失點算好啊？就睇下有冇呢個火災營業中斷保險啦。對於火災嘅另類後遺影響提供補償。咁通常會點樣去計嗰一個嘅補償嘅咧？我哋就可能會睇下有關店鋪嘅毛利潤啦，睇佢會對比翻上一個年度嘅收入。另外亦都可能會作出一啲必要嘅趨勢調整。請大家呢個一定要背，一定要背。咁其實背後嘅理念就係保險公司咪睇翻咯，你上一年同期呢個時候，可能你嘅營業額係幾多咧？咁喺當中嘅時候，咁保險公司就會攞嚟做參考咯。而如果大家會問到，可能間鋪頭啱啱先開咁啊點算啊？可能就會比較喺一啲同類嘅一啲嘅鋪頭，究竟佢哋嗰一個嘅收入大概係幾多啦？至於第二個 point 就係乜嘢叫做必要嘅趨勢調整咧？保險公司都會考慮到有冇啲市況上面嘅變動。可能舊年一切係正常嘅個經濟環境，但係今年嚟講，可能發生咗啲重大事故嘅時候，可能根本上條街都冇人嘅。即使發生咗火災之後，嗰一個嘅損失對比起正常嘅經濟環境，上一年度嘅經濟環境嘅時候唔一樣嘅喎，可能當中都會有一啲嘅必要嘅趨勢調整，就係咁樣嘅意思啦。再者啦，就係需唔需要去租翻必要同埋合理地，需唔需要租其他嘅物業繼續經營咧？呢個好多時都喺埋個保障範圍入面啦。當然唔少得牽涉到嘅就係人工嘅問題啦。咁你啲伙計，我當你個商鋪真係發生咗火災營業唔到啦，啲伙計嚟講你都要照出糧噶嘛。咁但係嚟講，依家就係佢哋翻嚟間鋪頭都燒晒咯，點樣去做生意啊？咁但係嗰邊你要出糧，呢邊你做唔到生意，咁所以就睇下呢個火災嘅營業中斷保險入面啦，我哋都會留意埋。咁其實營業中斷期間支付嘅工資啦，都喺翻相關嘅補償入面嗰度噶。咁但係啦，有少少限制同埋除外責任啦。咁大家見到啦，如果冇任何有效嘅火險保障有關嘅實物損害，營業中斷保單就唔會作出補償。噏啲乜嘢啊？講翻呢一句，咁講得最簡單嘅説話就係呢個火災營業中斷保險係冧埋火險一齊去買，咁樣先至可以俾到一個保障俾自己咯。咁所以希望一個最簡單嘅説話可以解決咗大家嘅疑問啦。
咁呢個嘅火災營業中斷保險又點樣係計嗰個保費，同埋有啲乜嘢其他嘅特點咧？首先第一，當然大家諗得到啦，就係究竟嗰間嘅店鋪入面有啲乜嘢嘅物件喺度啊？會唔會有好多好名貴嘅嘢啊？或者好高級嘅設備喺度咧？呢啲都係保險公司會考慮嘅。第二就係話頭先，既然喺火災之後嗰個損失嗰個，因為我營業唔到啊嘛，嗰個損失係保障緊呢一個部分嘅時候，咁保險公司都會計啦。咁我成份保單最長會保呢個嘅期間會保幾耐先？你做唔到生意，我會保障你可能發生咗火災之後1個月、2個月定係幾耐啊？咁呢個咧我哋就叫做最長嘅離場時間，亦都叫做中短期間或者係離場期間去計呢個嘅費用啦。好啦，當然仲有其他嘅特點啦。咁呢個大家緊記住，經常都考啊，就係營業中斷保險嘅另一個名，我哋好多時會叫做後果損失保險，或者係利潤損失保險等等呢啲嘅內容噶。咁所以大家去留意住啦。好啦，咁今次嘅影片咧，咁講巴就先喺度停一停先啦。咁喺嚟緊下一次嘅影片嘅時候咧，咁講巴將會開始同大家去睇乜嘢叫做全險嘅保障啦、盜竊保險、玻璃保險等等呢啲，因為呢啲都係屬於財產保險同埋經濟權益保險嘅其中一個嘅部分嚟噶。咁但係今次嘅時候咧，我相信大家要背嘅內容咧都已經唔細噶啦，所以大家喺溫書嘅時候咧，緊記住去睇翻研習資料手冊，有一個好詳細嘅解釋嘅。但如果你純粹單單為咗考試合格的話啦，緊記都背翻今次講巴曾經提過大家嘅地方啦。咁最後啦，就係如果大家覺得講巴影片幫得到手，緊記住都係推介埋俾你身邊嘅朋友啦，一齊去參加講巴嘅會員頻道咯噃。係啦，咁大家就當係請講巴去飲翻杯咖啡咁樣去諗啦。好啦，咁至於喺嚟緊嘅時候，如果大家對於模擬試題有進一步查詢，緊記利用翻影片下方嘅 email 直接去聯絡翻講巴啦。咁今次嘅影片就先嚟到呢一度，我哋下一次再見。Hello，咁多位會員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講巴 CFO 嘅頻道，我係講巴。咁今次嚟講咧，講巴會繼續同大家去睇下卷二一般保險啦嘅第1章嘅內容喎。唔經唔覺已經拍到嚟第6個嘅部分啦。咁大家之前喺溫習第1至到第5個嘅部分嘅時候咧，相信都學習過咩叫做一般保險啦、車險啦，甚至乎上一段影片講到一啲關於火險嘅地方，有啲咩要留意咧？咁喺之前嘅影片都同大家一一去講解過啦。咁喺今次嘅影片嘅時候嚟到第6個嘅部分，仍然都係講緊第1章啦。咁點解咧？因為個內容都係講緊十分之多啊嚇。咁所以大家去留意翻今次嘅影片，講巴將會同大家去講下乜嘢叫做全險、盜竊保障、玻璃保障同埋甚至乎係金錢都要買保險啊！金錢保險咁又係啲乜嘢嚟咧？咁大家拭目以待啦。最緊要都係留意翻喺卷二入面第1章所考嘅內容啦，係最多嘅。咁所以大家溫書嘅時候真係要放更加多嘅時間喺第1章嘅內容上面啦。如果大家覺得講巴嘅影片幫得到手的話啦，緊記向你身邊嘅朋友仔推介講巴嘅頻道，同埋成為呢個會員頻道嘅一份子啦。如果大家對於模擬試題，例如卷1、3、MPF 同埋5有進一步嘅查詢嘅時候啦，亦都係利用翻影片下方嘅 email 啦，去直接去聯絡翻講巴咯喎。咁最緊要就係唔使怕醜啊嚇，你直接去揾翻講巴去做翻一個查詢就可以噶啦。好啦，咁依家事不宜遲，我哋都去睇下今次嘅影片內容啦。咁就不厭其煩啦，再一次同大家去睇睇嗱。緊記第1章佢考嘅比重咧係考佔整個考試嘅46%，即係佔50題嘅考試題目入面嘅23題啊。咁大家溫書嘅時候要小心啲啦。其實喺之前嘅影片啦，大家應該都會記得嘅，就係話我哋講過財產保險、經濟權益保險入面啦，都涵蓋好多唔同嘅種類啊。譬如喺上一段嘅影片都同大家講過咩叫做火災同埋附加危險嘅保險啦，即係話喂，如果真係發生火災嘅時候，係咪一定要喺自己個單位嗰度起火咧？譬如喺隔離嘅單位起火嘅時候燒埋過嚟嘅話，咁究竟火險賠唔賠㗎？另外由火災衍生嘅一啲嘅損害，咁咧又喺唔喺個賠償範圍入面咧？例如消防佢去救火嘅時候用水係水嚟嘅喎，如果真係射濕咗我哋啲財物嘅話，喺單位入面嘅財物，咁究竟又賠唔賠咧？甚至乎保費嘅根據佢點樣做計算啊？呢個都喺上一段嘅影片同大家去講過㗎。而今次嘅影片咧，將會同大家去睇下全險、盜竊保險、玻璃同埋金錢保險啊。咁但係大家更加需要留意係乜嘢咧？如果你第時去做生意的話啦，都比較多人會問全險呢一樣嘢。全險緊記個名都話咗俾你知，即係話只要唔係唔包，而一律都包嗱。所以其實全險個保障嘅範圍啦係極度廣泛㗎，所以大家喺陣間睇嘅時候咧，要去留意多少少啦。咁至於盜竊、玻璃、金錢保險啦，咁陣間講巴講到嘅時候都會同大家做少少嘅解釋嘅。先睇第一個嘅全險啦，嗱，全險嘅時候都比較多老闆啦，係啦，依家都比較多老闆會去關注呢一樣嘢啊。其實站於個老闆嘅立場，當然有啲嘅精明老闆嘅時候，佢哋可能會更加問得仔細啦。但係比較多嘅老闆嚟講啦，譬如講翻以前嘅經驗啦，都係會問到乜嘢咧？有冇乜嘢嘅情況？只要唔係咁煩就可以㗎。其實背後咪真係講到明，就係話乜嘢咧？盡可能都係包得到、賠得到就賠啦。咁所以嚟講咧，咁講法經常都會話全險咧就好適合呢類型嘅客戶㗎啦。咁我哋睇下有關嘅基本目的同埋保障範圍先。嗱，除非係具體豁免嘅情況，否則所有嘅損失或者損害啦，都係屬於保障範圍入面㗎。咁大家都會記得啦，嚟到卷二應該都會知道保險有一樣嘢叫做受保危險啦、拒保危險啦，或者係不保嘅事項㗎喎。好啦，咁大家仲記唔記得係乜嘢啊？就係話寫到明會賠錢嘅，寫到明唔賠嘅，同埋中間冇寫到賠定唔賠嘅，係咪有3個嘅情況㗎嘛？咁但係喺全險嘅世界入面咧，佢就冇咗中間嘅情況啦，即係話一係賠就一係唔賠，就冇咗中間話嗰啲嘅灰色地帶啦。所以佢都寫到明，除非係具體豁免嘅情況，否則一律都係會賠啊！喺個損失同埋損害均屬保障範圍入面。第二，考試成日會問你，如果要佢賠，即係唔賠錢，係需要邊個人去證明有關嘅責任誰屬咧？咁大家睇下啦，保險公司係有法律責任證明嗰次如果你唔賠錢啊嘛，保險公司你係有法律責任去證明嗰次嘅拒賠係因為
除外事項適用於喺呢單 case 入面。咁所以緊記住，考試問兩大個地方，通常都係㗎。第一，咩叫做全險？第二，如果係佢賠嘅時候，邊個人去證明有關嘅事項係屬於除外責任？呢兩個嘅地方啦。咁至於下面嘅時候啦，就間唔中會考下啦。咁有啲乜嘢係屬於除外責任啊？第一，不可避免嘅損失，即係簡單嚟講 depreciation 啦，係啦，件嘢擺喺度係咪都會自己慢慢會變舊變殘㗎啦？呢啲通常都唔包。第二，缺乏日常照顧，損害係可以預見嘅。咁舉個簡單嘅例子係啲乜嘢咧？嗱，你擺棵植物你唔打理，你擺喺太陽下面，佢遲早都會曬死或者係乾死㗎啦。咁呢啲咪缺乏日常嘅照顧咯。第三，標準嘅除外責任，我哋嘅老朋友打仗、戰爭、核風險呢兩個大家見慣見熟啦。第四，不合理嘅原因，咁呢個更加係 common sense 啦。你自己特登走去打爛件嘢嘅，然後走去賠錢，唔可能啩？所以呢個故意製造又好啦，又或者非法嘅活動啦，呢啲啦都係唔屬於賠償範圍入面㗎。好啦，咁喺全險嘅保費嘅根據啦，通常都視乎係買幾大啦，同埋究竟保障嘅範圍究竟有幾咁廣泛，個地區嘅範圍問題嚟嘅。咁但係點解頭先講到啦，全險嚟講啦，都比較多老闆又或者大家都希望可能會涉及嘅一個生意嘅範疇入面咧，因為通常買得全險咧，可能都係一啲比較富有少少啦，資金充裕啲嘅老闆嘅喎。咁同埋通常佢點解要買全險啊？就係保障翻佢哋自己一啲比較貴重嘅物品啦。咁所以倒翻轉，站於個代理人嘅立場嘅時候，咁個客俾多啲嘅保費，其實喺個代理人嘅立場嘅時候，可能佢最終嘅收益亦都會提高多啲添。咁所以客又想買全險，代理人又想做多啲全險，咁所以大家將來嘅時候咧，亦都不妨試下睇下自己間公司又好，係啦，究竟有冇提供相關呢一啲嘅保障俾翻客戶啦。咁但係第二，咁如果真係買得全險嘅時候，通常點樣去定嗰啲嘅價值嘅咧？我哋通常都用翻個叫做約定價值嘅保障啦，即係話講好咗係賠幾多，有難有任何損害係幾多就賠幾多㗎啦。咁呢個都係約定價值，都係以往大家卷一卷三學過嘅內容嚟啦。好啦，咁再下一個啦，盜竊保險啦。喺講盜竊保險之前咧，咁大家緊記要記一記佢另外一個名喎，就會叫做入屋盜竊保險。係啦，考試亦都問得好直接嘅啫，有陣時會問盜竊保險亦稱什麼名字咧？咁大家揀翻入屋盜竊保險啦。咁盜竊保險嚟講啦，係只適用於商業嘅風險嘅，即係通常都係一啲嘅鋪頭去買㗎啦。咁最主要係保障乜嘢啊？個名都話咗俾大家知道，因為盜竊或者企圖盜竊而導致嘅一啲嘅損失。嗱，咁但係大家緊記住一個好重要嘅 keyword 係啦，咁講翻特別用括弧咗俾大家嘅，通常都係保障乜嘢咧？由呢個盜賊以強行暴力嘅方式進入或者係離開。嗱，呢一個考試係問過好幾次呢一個嘅位置㗎啦。咁乜嘢叫做暴力嘅方式進入或者離開啊？咁講翻就會成日倒翻轉問一問大家啦。有啲乜嘢嘅盜竊情況係唔會或者好少涉及強行暴力嘅方式進入或者係離開有關嘅地方嘅咧？咪就係穿櫃桶咯。OK，咁所以好多時呢啲嘅盜竊保險嚟講啦，佢會保障嘅就係俾人爆門啊，咁呢啲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真係穿櫃桶，咁講翻又點算啊？啲鋪頭老闆嗱，唔好忘記，陣間仲有一個叫做忠實嘅保證一個嘅保障嘅保險嚟㗎。咁嗰啲咧就係專保障穿櫃桶嘅行為啦。所以記住，唔同嘅保險針對都係唔同嘅保障嘅範圍入面先。好啦，第三，一般咧亦都會俾一啲嘅存貨啊、其他指明嘅物件啊，一個適用嘅保障金額啦，即係指到明某啲嘅物件有唔同嘅限額㗎啦。好啦，再下面啦。牽涉到有啲咩除外責任啊？頭先所講啦，強行爆門進入或者離開呢啲先至保啦。咁倒翻轉就唔包啦，係啦，倒翻轉就唔包啦，係啦。咁另外就係職員嘅盜竊，屬於忠實保證保險，都唔喺盜竊保險入面包咯喎。OK，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呢一啲嘅地方，都係考試成日考㗎。好啦，咁再落去啦，咁大家成日都會諗到，咦，咁講翻通常有關嗰啲嘅賊仔咧，甚至乎可能會縱火嘅喎，毀滅證據嘅喎，咁又包唔包啊？咁大家睇下啦，由火災引起嘅損害啦，係屬於除外責任嘅範圍啊。OK，但係大家又會問嗰個問題啦，咁作為啲老闆咁咪好冇保障咯？咁講翻以往經常都會聽到啲朋友嘅仔成日問呢啲㗎啦，所以通常都係㗎，呢一啲嘅老闆嚟講咧，買得呢啲嘅保險嘅時候咧，通常都會連埋火險啦，連埋頭先嗰啲嘅忠實保證保險、穿櫃桶嗰啲咧，一紮去買晒嘅。好啦，咁再落去啦，咁個比例分攤同埋保證，咁比例分攤大家睇翻卷一卷三學過㗎啦。咁但係乜嘢叫做保證咧？就係我哋話嗰啲貴重嘅財產啊嘅盜竊保險單啦，普遍都有保證啊，即係乜嘢啊？站於保險公司嘅立場，我都擔心啲老闆你買咗呢個嘅盜竊保險就亂咁嚟㗎嘛。係啦，即係話可能呢啲基本嘅保安你都唔整上去㗎嘛，因為總之偷咗啊賠保險公司咯，偷咗啊 claim 翻保險公司咯，保險公司都擔心呢一樣嘢㗎，所以通常都會 set 咗一啲嘅條款要嗰扎嘅老闆啦，即係買呢啲嘅盜竊保險嘅人啦，去遵守住㗎，就叫做保證。例子可能就要裝一啲嘅 CCTV 啦，或者某啲嘅指定嘅保安設施啦。如果違反咗保證咧，呢個地方大家更加一定要去記住下嚇。如果當事人違反咗保證，保單嘅責任就會由違反日開始自動解除。違反日開始自動解除。我舉個簡單嘅例子，如果本身買呢一個嘅盜竊保險嘅時候，個保證入面係需要我每一日都要去落閘嘅，收鋪嘅時候要落閘。好啦，咁但係過咗幾日之後，可能有一日我收鋪頭嘅時候，我冇落到對閘。好啦，嗰日就冇賊仔嚟偷嘢嘅喎，但係可能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個賊仔先至嚟偷嘢。咁但係個問題嚟啦，個賊仔唔係你冇落閘嗰一日嚟偷嘢喎，係咪應該有保障㗎？咁但係大家緊記住，答案係冇㗎。
因為由我冇落閘違反咗保證嗰一日開始，已經係違反咗呢一個嘅保證啦，所以個保單責任喺我冇落閘嗰一日已經係解除咗啦。所以就算之後啲賊仔先至嚟偷嘢都好啦，我本身已經冇咗呢一個嘅保障㗎啦。嗱，以往通常嚟到呢度有好多朋友仔經常會問一個問題，就係鬼知啊，係咪？嗱，你話你冇落閘啫，其實保險公司唔會知㗎。嗱，但係港巴永遠都會提過一句嘅説話，知同唔知係一件事，但係根據文字由我違反咗保證嗰一日，其實已經係冇咗呢一個嘅保障，cover我自己嗰個嘅盜竊保障㗎啦。咁所以大家要搞清翻兩樣嘢咯噃。咁至於盜竊保險點樣決定個保費先？咁好顯而易見，咪就係嗰樣賊仔越中意偷嘅物品，係啦，咁個盜竊保險個保費咁咪越高咯。如果你擺喺度都冇人行過都冇人會拎嘅，咁自然就係個保費可能超級平咯。好啦，第二嘅就係其他特點啦，保障範圍嘅擴展啊。咁有啲嘅保險公司好多時都係個客買嘅時候啦，都會另外俾個客自己決定啦。如果你希望個保障範圍保多啲，包埋啲搶劫啊，同埋員工提供一啲人身意外嘅保險嘅時候啊，呢啲咧額外俾錢可以擴闊啲個保障範圍，冇問題嘅。好啦，第三。目標風險，貨物對於盜賊特別具有呢一個嘅吸引力啊！嗱，呢句説話，講翻有咩特別啫？嗱，背埋後面嗰啲嘅例子咯，大家其實可以諗得到，有啲乜嘢係特別吸引啲賊仔嘅咧？一件大嘅貨物，或者一啲細嘅貨物，定係一啲易偷嘅貨物啊？通常我哋都話一啲黃金啦、鑽石啦，呢啲比較細嘅、容易偷嘅一啲嘅貨物啦，特別吸引一啲嘅賊仔㗎。咁所以大家去留意住呢一啲嘅例子啦，考試都曾經考過嘅。好啦，咁睇完盜竊保險之後，下一隻同大家介紹嘅就叫做玻璃保險啦。嗱，玻璃保險一樣，佢有另一個名嘅，就叫做平板玻璃保險。玻璃嚟講喺香港，大家應該都知道啦，香港差唔多度度都係玻璃㗎啦。嗱，咁所以其實玻璃保險嚟講啦，我哋通常都係喺香港啦，係都幾常見嘅一個嘅險種啊嚇。咁譬如塊玻璃，通常有啲咩事嘅時候啦，就成塊都爛晒啦。咁所以通常呢啲嘅玻璃保險啦，都用一個全險嘅形式去做一個嘅保障嘅。係啦，保障翻被保嘅玻璃嗰啲嘅碎裂啦。仲有一個更加重要嘅字眼，大家要記啦。塊玻璃爛咗喎，咁通常都係四邊要圍翻塊板噶嘛，係啦，唔好俾人行埋去爆咗玻璃嗰啲嘅位置噶嘛。咁但係你呢個圍板衍生嘅呢啲嘅費用嚟講啦，喺玻璃保險入面都係會包埋嘅。好啦，咁但係有啲乜嘢嘅情況係唔包啊？又係火災咯喎，發生火警一燒嘅時候，哇，啲玻璃咧都爆埋啊！咁會唔會由玻璃保險嗰度咧賠翻嗰塊玻璃嗰啲嘅費用嘅咧？答案係唔會。但係大家又會問嗰句嘅説話啦，咁係好冇保障？咁但係講翻一而再重申啦，視乎翻嗰個起源係啲乜？起源係火警啊嘛，如果我哋頭先講火災，起源係火警嘅時候，由火險嗰邊去賠翻咯，係啦，咁只不過呢度嘅係玻璃險就唔賠呢一 part，係由火險嗰一邊去賠嘅啫。咁第二個啦，損耗啦，有陣時咧啲玻璃擺得耐嘅時候都出現啲花啊裂紋嘅時候，呢啲都係除外責任嚟㗎啦，即係呢個自然損耗啊。第三就係一啲常見嘅除外責任啦，可能又係嗰啲咁嘅打仗啊、剩啊咁多扎嘢啦，同埋一啲嘅後果損失，即係如果冇咗塊玻璃，又係有啲賊仔走去偷嘢啊，行咗去個鋪頭入面嘅時候，喺玻璃保險入面啦，都係唔會賠償有關嘅損失㗎。咁一般我哋點樣去決定玻璃保險嘅保費高與低咧？咁好顯而易見啦，就睇一塊玻璃大與細啦，係啦，同埋塊玻璃嘅質量究竟容唔容易去碎啦。咁呢啲都會影響到玻璃保險嘅保費嘅。第二啦，咁仲有啲乜嘢嘅其他嘅特點大家可以去留意咧？有陣時我哋都會考慮埋喎。咁嗰塊嘅玻璃咧，保險上面有冇其他嘅花紋啊、裝飾啊等等喺度咧？但係大家會諗有啲乜嘢嘅玻璃可能有啲花紋裝飾咧？咁講翻咁多年都會舉一個嘅例子嘅，就係話喺啲教會入面係啦，一啲嘅教堂入面，大家都可能見過一啲有其他圖案、其他顏色嘅玻璃啦。咁呢一啲喺投保嘅時候咧，緊記住一定要喺翻嗰個嘅投保書上面啦，或者投保嗰啲其他文件上面一定要註明喎，因為保險公司可能有其他嘅考量㗎。仲有就喺呢個社會秩序啊混亂嘅時候啊，喺投保嘅時候亦都要考慮埋啦。係啦，如果大家都知道咧，一有任何嗰啲嘅衝突事件嘅時候，最容易首當其衝嘅就係玻璃啦，最容易俾人係掟石仔啊、掟爆塊玻璃㗎啦。喺呢啲嘅情況底下，咁究竟嗰個嘅玻璃保險包唔包咧？咁大家亦都要提醒客戶或者幫佢啦，問清楚保險公司究竟包唔包呢一啲嘅部分啦。如果唔包，定係由其他嘅險種嗰度可以包埋，定係可以額外去加保費去加埋咧？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一啲嘅地方咯喎。好啦，咁至於再下一隻咧就係金錢保險啦 ，cash 啊嚇，咁另一個名咧又叫做現金運送保險啊，即係運送嗰啲現金嘅時候咧，中間可能出現咗一啲嘅差池啊嚇。咁我哋循例，我哋老規矩都先睇下基本目的同埋保障範圍先啦。首先呢啲嘅金錢嚟講咧，都用全險嘅保障嘅形式去做噶啦。咁但係緊記住呢啲嘅 cash 金錢，其實泛指緊仲有其他嘢㗎，包括例如支票啦、銀行本票等等呢啲嘅金融文件都喺個保障範圍入面。所以如果你問我用 money 去形容，會係更加貼切咯喎。好啦，第二個就係話，個賊仔對於保險箱同埋保險庫造成嘅損害都喺個保障範圍入面啦。好啦，即係話因為啲人偷嘢嘅時候，可能都會走去爆嗰個嘅夾萬噶嘛，係啦，咁造成嘅損害都喺個金錢保險入面會包埋嘅。好啦，咁個保障範圍就牽涉到乜嘢嘅地點咧？通常係嗰個業務或者你做生意嘅地方啦，又或者指明某啲職員嘅屋企啦，因為可能有啲嘅職員都會牽涉到將有關嘅營運資金啊擺喺自己相關嘅住所入面噶嘛。咁有啲乜嘢嘅除外制，有啲乜嘢地方大家需要留意咧？緊記住啦，唔同地點可能會有唔同嘅保額嘅。其實保險公司都係會考量住究竟個風險嘅問題嘅啫。第二，保安呢一樣嘢啦，必須將金錢存放喺保險箱或者其他類似嘅安全地點，亦都係應該盡快將金錢存入銀行。再者喺運送途中，亦都需要係
經預先協定嘅方式，甚或乎係路線去護送啊。即係話，喂，買得金錢保險，依家保緊呢啲錢喎，咁應該點做啊？所有嘢盡量盡快擺喺安全嘅地方。所有運送啲錢去銀行啊嘅時候，嗰啲運送途中啦，講好係行邊條路就行邊條路，唔好突然間走一啲嘅橫街啊、小巷啊等等呢啲啦。因為如果真係發生呢啲情況，有可能就違反咗個保險合約入面訂明嘅條件，可能會牽涉到拒保呢一啲嘅情況發生㗎。好啦，再者大家會見到括弧咗指乜嘢咧？必須由男性護送啊！嗱，咁講翻咁多年都係話咩咧？考試還考試啦，現實世界啦，呢一個嘅條款咧就買少見少㗎啦。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其實依家有一啲嘅保安啊，甚至乎有一啲嘅人士去運送呢啲金錢嘅時候啦，有啲都係女性嚟嘅。好啦，最後一個啦，職員嘅盜竊穿櫃桶都係除外嘅責任，唔包嘅，因為都係嗰句，都係屬於終實保險嘅範圍入面。即係總之話唔係話所有嘅情況都唔包，只係呢一隻嘅保險唔包，另外一啲嘅險種嗰度會包埋咁解啫。咁呢啲嘅金錢保險點樣去決定個保費咧？咁其實保險公司都要視乎翻有關嘅嗰啲嘅保單嘅投保人啦，即係嗰啲老闆啦。咁究竟你要去保障幾多錢咧？全年進出銀行嘅金額嘅總數，可能用一個百分比作為根據咯。但係當然呢啲係冇一啲嘅市場嘅標準啦，唔同嘅保險公司有唔同嘅考量啦。甚或乎亦都可以要求個客先俾一啲嘅臨時保費先，係啦，因為可能我作為老細嘅話，我今年咧啱啱先至開業啫喎，係啦，我未有咁多嘅數字去俾保險公司你作為參考喎。有啲嘅保險公司會容許呢一啲嘅投保人啦，先俾一個臨時嘅保費，當你收到一個實際嘅金額之後，再做翻一個嘅調整都得㗎。好啦，少少嘅其他嘅特點就係話乜嘢咧？損失嘅證明啊，同埋拓展啦，其實唔係太難理解嘅。損失證明，如果真係有任何金錢嘅損失，咁你都要 keep 翻有關嘅記錄，有翻一啲嘅文件，甚至乎警方嘅證明文件，俾翻保險公司知啦。第二就係話，喂，其實啲員工去運送呢啲錢嘅時候，可能啲個茶餐廳啲員工啊，都可能喺某幾個指定嘅時間將啲錢攞去銀行噶嘛。但係嗰段嘅期間攞住咁多錢嘅時候，嗰啲嘅營業嘅金錢嘅話，如果真係俾人盜竊，都有一啲嘅身體嘅受傷噶喎。嗱，某啲嘅保險公司啦，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嘅拓展，即係話另外加保費啦，係可以包埋呢啲職員啦，可能因為遭盜竊襲擊而受傷相關嘅費用開支嘅。咁所以都係視乎點樣同保險公司去傾嘅啫。好啦，咁今次嘅影片咧就先嚟到尾聲啦。嗱，咁喺下一段嘅影片嘅時候咧，港巴將會繼續同大家去講埋第一章剩餘嘅部分嘅喎。例如，咁港巴已經提過好多次啦，穿櫃桶呢一個行為原來都可以有保障嘅喎。咁喺下一次嘅影片會同大家講一個忠實嘅保證保險啦。第二嘅就係話，仲有一個好似層層嘅就叫做保證，大家要小心啦。通常啲人都會將呢個保證啦同忠實呢一個嘅保證保險啦撈亂㗎。咁究竟亦都係乜嘢叫做保證咧？好啦，嗱，呢個可能會牽涉到反擔保呢一樣嘢嘅喎，唔係講緊咩貪污嗰啲嘅問題啊。咁但係係啲咩咧？會喺下一段嘅影片再同大家去講嘅。當然嚟講啦，大家亦都會關心到，其實一般保險大家都會諗，火險又好，車險又好，家居保險呢啲都係常見啦。仲有一個好大嘅範疇嘅就係工程。其實都會牽涉到一般保險㗎。如果你將來都係希望去做相關生意嘅時候咧，要密切留意呢一啲嘅簡介啦。好啦，今次嘅影片先嚟到呢度。老土講過一句，如果覺得港巴嘅影片幫得到手的話啦，邀請多啲身邊嘅朋友啦，一齊去成為港巴會員頻道嘅一份子啦。咁當係鼓勵港巴繼續去整一啲更加優質嘅影片俾大家啦。今次嘅影片先嚟到呢度啦。有任何關於模擬試題，亦都歡迎隨便去聯絡港巴啦。咁我哋喺下一段嘅影片嗰度再見。Hello，咁多位會員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港巴 CFO 嘅頻道，我係港巴。今次港巴咧會繼續同大家去睇下卷二入面嘅第一章，今次將會講到係第7個部分嘅內容啦。如果大家仲記得之前嘅內容嘅時候咧，都記得港巴曾經講過一啲嘅盜竊保險、玻璃保險同埋金錢保險嘅喎。咁今次我哋將會去睇啲乜嘢咧？就當然會睇埋後面嘅忠實保證保險同埋究竟乜嘢叫做保證啦。咁喺嚟緊嘅時候咧，咁大家緊記住第一章咧，仲有好多其他嘅內容㗎，甚至乎一啲嘅責任嘅工程保險啦，同埋一啲叫做水險。咁呢啲嘅內容可能都係我哋平時比較少接觸，咁所以大家喺溫書嘅時候咧，都需要去留意喎。咁如果大家對於一個模擬試題又或者個內容嘅時候有進一步查詢的話啦，緊記住利用翻影片下方嘅 email 直接去聯絡翻港巴啦，同埋都同埋你身邊嘅朋友一齊去推介港巴嘅頻道啦，一齊成為會員頻道嘅一份子，一齊去收睇卷二嘅內容，同埋睇下一啲嘅模擬試題解讀啦。好啦，依家事不宜遲啦，我哋都去睇下今次嘅影片內容啦。咁好多嘅朋友仔都會問到卷巴其實卷二入面嘅第一章啦，會仲有幾多嘅部分嘅內容咧？咁講得粗略咁樣去計嘅時候啦，咁其實今次已經嚟到第7個部分嘅內容噶啦。咁但係嚟緊啦，正如之前所講，都仲有一啲嘅工程嘅保險啦，同埋水險嘅內容啦，都會喺第一章嗰度會去 cover 埋嘅喎。咁所以大家都要預計翻啦，應該都仲有大約2至3個嘅部分啦，咁都會牽涉到喺第一章嘅內容入面噶。咁所以大家溫書嘅時候咧，的而且確要投放多啲嘅心機啦，喺翻卷二嘅第一章嘅部分內容入面，因為佔嘅考試比重咧有46%，即係23題噶。好啦，咁我哋頭先都會講過，咁喺今次嘅影片入面啦，我哋主要涵蓋2個部分內容嘅。嗱，咁其實之前就講咗咩係火險啊、全險啊、盜竊保險、玻璃保險同埋金錢保險噶啦。咁大家緊記住，當你去溫書嘅時候啦，咁之前喺上一段嘅影片啦，第6個嘅部分嘅時候啦，港巴都曾經提過，記住盜竊保險、玻璃保險同埋金錢保險咧，有陣時佢會問得好直接㗎，就係佢一啲另外嘅名，究竟係咩名啊？同埋佢嘅目的究竟係為咗咩咧？嗱，如果大家仲記得上一次我哋最後講到嘅金錢保險嘅時候，原來錢都可以去買保險嘅喎，但係有一個例外嘅情況，可能冇保障啊，就係穿櫃桶底啦。
嗱，咁喺今次嘅影片入面啦，咁陣間講翻，首先就會同大家講下忠實嘅保證保險啦。咁有冇可能會包埋穿櫃桶呢一個嘅行為嘅咧？同埋最後一個，咁乜嘢又叫保證啊？忠實保證保險又有保證，最後嗰個又係叫保證，兩個係咪同一個嘅嘢嚟嘅咧？咁大家陣間睇完嘅影片嘅時候咧，都緊記住自己都留意翻兩者嘅分別啦。好啦，咁我哋首先去睇下忠實保證保險啦。嗱，緊記住呢一個忠實保證保險主要針對嘅係穿櫃桶呢一個嘅行為啊嚇。咁但係當然我哋俾翻個正規少少嘅名俾佢啦。我哋先去睇下基本目的同埋保障範圍。嗱，主要佢保障嘅損失原因係啲乜嘢咧？去保障翻受保嘅職員嘅不誠實行為而引致嘅損失。嗱，咁大家特別要留意一樣嘢喎，考試問過好幾次噶啦，講翻成日都留意到一條嘅問題，就係所謂嘅穿櫃桶係咪一定淨係偷錢嘅咧？偷貨物可唔可以㗎？咁我哋合理地去諗，當然有可能會去偷埋貨物啦。所以其實忠實保證保險嚟講啦，佢唔單止係保障呢一個嘅不誠實行為而引致嘅損失嘅金錢啦，而貨物即係一啲嘅貨品啦，亦都喺個保障範圍入面嘅。好啦，咁好多時買嘅時候咧，咁嗰啲嘅僱主需要同保險公司講啲咩嘅咧？咁所謂不誠實行為一啲嘅受保職員，咁邊一紮先係受保職員咧？咁其實佢可以分開咗幾個唔同嘅保障範圍，可以去俾啲僱主同保險公司之間啦去調嘅喎。例如係針對一啲嘅個人嘅保障啦，可能係特別指到明某啲嘅人士嘅。係啦，可能真係陳小明啊、陳大明啊指名道姓嘅，呢個叫做個人保障。第二個叫做組合嘅保障，就可能係分職級啦。咁大家都會知道，可能喺一間公司入面唔同嘅職級、唔同嘅單位，可能牽涉到處理嘅金錢可能會有唔一樣啦。咁所以第二一個嘅選擇咧就係組合保障。而至於最後一個咧就叫做不記名或者總括保障啦。呢個就再 general 多少少咯。嗱，講多次頭先嘅個人保障係指名道姓。第二個咧就分職級就唔係指名道姓啦。第三個咧不記名總括保障泛指緊嘅就係話，係唔係員工咁樣去睇啦？即係被保險人嘅所有員工啦，通常都會將員工分為唔同嘅類別㗎啦。好簡單就係究竟你係咪屬於個員工啦？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分嘅方法。咁但係有少少嘅限制同埋除外責任啦，大家係需要去留意翻㗎。就係話好多時當保障依家係穿櫃桶呢啲行為啊嘛，咁保險公司就會諗㗎。咁你間公司究竟嗰個嘅保安制度係點樣先？咁所以喺丟嘅過程當中嚟講啦，如果真係去買呢一啲嘅保障啦，咁好多時都係啲既定咗保險公司係要求嘅一啲嘅保安措施㗎。舉個例子啊嚇，呢個唔係現實嚟嘅，舉個例子啫。咁只不過可能有陣時啲鋪頭，可能某啲嘅員工佢哋係放工嘅時候，可能要去 check 下啲袋咯。嗰啲嘅銷售員工好多時臨放工嘅時候都要俾一啲嘅店鋪經理去 check 袋，即係擔心可能一啲嘅盜竊行為啫。咁呢啲可能都係保險公司要求一啲保安措施嚟嘅喎。咁所以如果真係訂立咗呢啲保安措施以後，緊記住啦，嗰啲僱主唔可以自己單方向貿然去改咗呢一啲嘅保安措施㗎。另外，如果真係某啲嘅員工出現咗不誠實行為嘅時候，公司知道的話，唔好話算啦，放過佢啦，係啦，下次唔好啦。咁但係緊記住，如果真係公司有一啲咁樣嘅諗法嘅時候，第一一定首先要同保險公司去溝通去商量，因為喺保險公司嘅立場，其實保險公司唔會諗咁多嘅喎。咁但係如果有個員工佢真係曾經穿過櫃桶嘅時候，可能保險公司會有其他嘅考量㗎，會唔會呢一個人嘅風險係更加高咧？嗱，咁所以呢啲都會牽涉到忠實保證保險入面啦。咁其實佢承保緊嘅乜嘢範圍啦，同埋一啲嘅財務責任，大家係需要留意嘅。好啦，今次嘅保費根據應該亦都唔太難去考慮啦。咁就係視乎聘用嗰個員工嗰啲嘅性質啦，即係究竟你而家係想買保障邊一個人先，個範圍究竟係多與少咧？嗱，一個好重要嘅概念，講翻成日都會講嘅。如果個保障嘅範圍啦係更加廣闊嘅，咁通常個保費都會更加高噶啦。有權利就有義務啊嘛。咁第二樣嘢，大家都留意咗冇其他嘅一啲嘅地方啊？嗱，咁大家留意下面咯。保險公司啦係可以對犯事嘅員工啦有追溯權啊或者追償權啊嚇，即係話唔好諗住穿完櫃桶嘅時候咧就冇咗件事啊。保險公司唔係僱主喎，係保險公司啦，都有可能對有關嘅犯事員工咧有一個嘅追溯權喺度噶，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啦。好啦，咁我哋睇完呢個忠實保證保險之後咧，下一個我哋要轉一轉嘅話題啦，就去進入一個叫做保證嘅內容。嗱，保證究竟係啲乜嘢咧？首先大家先留意翻佢個名先。嗱，咁其實佢哋嘅英文名咧就叫做 bonds。嗱，緊記住保證嗰個好重要嘅概念，佢係一個極為正式嘅合約，必須係簽署、蓋章同埋交付。咁大家仲有冇印象乜嘢叫做簽署、蓋章同埋交付啊？如果唔記得，緊記去睇翻卷1、卷3嘅內容啦。嗱，我哋睇下保證入面呢個基本目的同埋保障嘅範圍先。嗱，喺個保證入面啦，保險人即係保險公司啦，咁其實亦都有另一個嘅身份嘅喎，就叫做擔保人。譬如佢舉咗個例子，問一間建築嘅公司未能夠按照個合約去完成有關嘅工程，有關嘅保證啦就會被沒收㗎啦。而保險人即係保險公司啦，亦都需要向政府支付有關定明咗嘅金額，稱為罰款啦。咁大家好快已經諗到有3個嘅單位啦，可能就係話一間嘅公司啦、私人公司啦、保險公司啦，同埋一個第三方嘅機構。依家就係可能講緊依間私人公司同呢個第三方嘅機構啦，佢嘅例子就係政府啦，可能真係有一啲嘅工程合約，大家都互相去簽，但係政府嘅角度，我都會擔心呢一間私人嘅工程公司會爛尾走數㗎嘛，係咪？所以好多時咧都會要求呢啲嘅私人公司啦，去揾保險公司做一個嘅擔保，買一啲叫做保證呢一啲嘅內容，即係話如果呢間工程公司起唔到貨嘅，政府嘅損失可能就要保險公司去賠償㗎啦。咁所以呢啲嘅私人嘅工程公司啦，咁都要去揾翻一啲保險公司啦，睇可唔可以買得到啦。喺傾嘅過程當中，當然保險公司雖然話打開門口做生意啫，咁但係保險公司佢哋都會諗㗎，咁究竟呢間私人嘅工程公司
咁究竟佢本身個背景係點啦，佢嘅質素係點啦，而有可能係牽涉到個保費㗎。嗱，咁但係大家要留意係乜嘢？下面個限制同埋循環責任，嗱，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喺保證嘅世界入面，其實一係就賠，一係就唔賠，因為一旦發生咗索償嘅時候啦，保險人便無可爭議地要全額支付，因為保險公司依家你要考慮清楚，你接唔接受呢一個嘅投保人，即係可能一間嘅公司啦，呢個私人工程公司啦個例子入面，你接唔接受佢去買呢一啲嘅保證先？因為佢起唔到貨。保險公司你就直接要賠錢㗎啦，中間冇得拗任何嘅嘢㗎啦。咁所以呢個咧喺個一旦發生咗索償嘅時候啦，保險公司都唔需要有任何辯駁㗎啦。總之人哋起唔到貨，你就要賠錢咯。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話循環責任同埋一啲嘅限制啦，幾乎全都不適用於保證，因為唔需要拗。總之你做唔到，保險公司就要賠錢。呢個都喺保證嘅世界入面，點解我哋講到係一啲極為正式嘅合約咧？個原因都係在於呢一個嘅地方。所以大家會諗得到，咁點樣去決定個保費嘅高與低啊？正如講啱啱都講到啦，個金額通常都係保險公司咧同個被擔保人可能個承建商啦之間互相自己去協定嘅啫。承建商，你願意俾幾多錢先？喂，如果你本身嗰個嘅聲譽係良好嘅時候，有冇可能同保險公司去傾得到啊？可能嘅，個機會可能性係會大啲嘅。咁但係喺保險公司嘅立場就會考慮，究竟你係咪真係起到貨啊？因為你起唔到貨，保險公司就會成筆去賠翻俾其他第三者噶咯噃。所以呢啲都係大家互相之間會考慮嘅嘢嚟㗎。咁另外啦，通常都係一筆過一炮過去俾錢啦，咁呢個冇乜太大特別。反之係下面嗰度咧，考試經常會考嘅，咁大家要留意住保證入面嘅其他呢一個嘅部分啦。第一，喺技術上嘅角度嚟講啦，基本上都係冇續保噶啦。總之就係保呢一個嘅一單嘅工程嘅生意啦，呢一個嘅過程啦，做到咁咪唔使賠咯，做唔到咁咪要去賠咯。OK， 可能定明晒好多嘅日子噶啦，冇任何續唔續保可言噶啦。第二，為咗提高索償發生後嘅追償機會，通常都係有反擔保嘅安排。講緊嘅係乜嘢啊？大家還記得頭先就係話保險公司喺呢一個嘅保證嘅過程當中，佢都係作為一個嘅擔保人嘅角色啦。其實喺保險公司嘅立場，佢擔唔擔心呢一啲嘅私人公司走數啊？當然會擔心啦。所以其實保險公司好多時都有一啲嘅安排係乜嘢咧？就係叫翻呢啲嘅私人嘅公司啦，揾翻一個人出嚟做翻一個反擔保嘅安排。即係既然你想去接呢單生意，你想揾保險公司幫你做呢個角色冇問題。咁唔該你啲私人公司啦，你都揾翻一個嘅當事人或者一個話事人出嚟做翻反擔保啦，即係話做翻個信譽嘅擔保啦。喂，如果我作為保險公司，我真係要賠錢嘅時候，我就去追翻呢一間你哋呢間公司啦嗰個話事人㗎啦。咁所以通常都會有啲嘅反擔保安排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啦，保證一啲極為正式，好多時咧要擺晒啲嘅角色上去啦，同埋個合約內容咧亦都係定得相當之嚴謹㗎。好啦，咁唔經唔覺一啲嘅財產同埋經濟權益嘅保險咧，都同大家講咗好多隻啦。咁跟住嚟講咧，我哋又轉一轉個話題咯。我哋就會進入工程保險嘅世界。嗱，咁喺工程保險嘅世界入面咧，將會有幾隻大家都需要去了解嘅。第一，鍋爐爆炸保險；第二，機器損壞保險。當然仲有一啲嘅建築全險嘅保險啦，同埋安裝工程嘅全險保險啊。嗱，所以大家會發覺卷二第一章咧，好多時講巴成日都會講個內容，第一係多，第二咧佢好多時都係碎審咁樣啦，好多隻好細嘅保險加埋晒啊。咁所以大家溫書嘅時候咧，都係要留意翻一啲嘅考試成日考嘅位置啦。好啦，首先第一個先同大家去睇下鍋爐爆炸保險先。嗱，鍋爐爆炸保險啦，咁大家自己亦都可以上網睇下乜嘢叫做鍋爐啦。可能平時大家喺一啲嘅店鋪啊，可能都會有見過嘅。嗱，鍋爐嚟講咧，佢爆炸保險啦，係佢保障嘅範圍係乜嘢咧？喺正常嘅工作過程當中，有關個鍋爐啦，或者嗰啲壓力器啦發生嘅爆炸啦，同埋一啲嘅倒塌帶嚟嘅損失，包括咗兩個嘅方向，咁大家一定要背啊。佢係保障咗呢啲嘅爆炸同埋倒塌帶嚟嘅損失，包括咗財產保險同埋責任保險。考過好多次㗎啦，呢一條嘅問題。嗱，財產保險就係話被保險人嘅鍋爐啦、壓力容器或者財產啦遭受嘅損害啦，因為嗰個鍋爐都要錢㗎嘛。咁依家真係喺正常嘅工作過程當中咧，真係爆炸咗嘅時候，咁你可能都要去整翻佢啊，或者有其他嘅成本啦。咁呢個喺財產保險嗰度咧，係啦，就會係 cover 埋嘅。第二，責任保險，爆炸得嘅時候，當然可能會引致第三者嘅財產造成損害啊，甚至乎一啲人士嘅死亡或者傷害啦。咁呢一個嘅鍋爐爆炸保險啦，入面嘅責任保險啦，都係會包埋嘅。咁但係倒翻轉咁講吧，咁好似都包晒咯喎，有啲乜嘢係唔包㗎？嗱，其實隻嘅保險入面啦，通常都會有啲嘅循環責任係走唔甩㗎啦。咁就係話，通常由其他保單承擔咗嘅一啲嘅風險啦，例如火災同埋附加危險啦，另外一啲嘅標準嘅循環責任，我哋嘅好朋友戰爭同埋類似嘅風險啦，又或者係一啲嘅人為嘅疏忽或者損耗，呢啲當然亦都係唔包啦。嗱，咁所以講吧，喺度再次重申一樣嘢就係話，喺卷二入面，大家成日都會諗到，咦嗰個又話包人身意外，嗰個又包人身意外，好似有好多嘅險種咧都有少少嘅重複性喎。嗱，但係喺卷二嘅世界，一般保險緊記住啦。如果大家可能 cover 嘅內容都差唔多，甚至乎有一模一樣嘅時候啦，咁大家特別要注意，好多時都係可能第一份嘅保單佢係賠償咗，第二份嘅保單就唔會賠償相關嘅部分㗎啦。咁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呢一啲嘅部分。嗱，如果大家覺得講巴嘅影片幫得到手的話啦，緊記住向你身邊嘅朋友仔啦，去推介成為會員嘅頻道，成為一份子啦。卷二嘅內容的而且確係需要去花多少少時間去溫書同埋做模擬試題。如果大家對於模擬試題有查詢，緊記利用翻影片下方嘅 email 直接去聯絡翻講巴啦。好啦，咁再下一個咧就係機器損壞保險啊！嗱，我哋亦都先去睇下有關嘅保障範圍先。為受保嘅工業裝置或者機械啦，不可預見或者突如其來嘅物質損失或者損害，提供一個全險嘅保障。嗱，全險我諗呢度大家都已經係曾經喺其他卷啦，又或者自己喺網上啦，我相信大家都唔難揾乜嘢叫做全險噶啦，即係基本上冇咩灰色地帶嘅，係啦，一係賠一係唔賠嘅啫，只要唔係中咗唔賠嘅地方，咪一律都會賠咯。
OK 嗱，好啦，但係下一個經常港巴都會遇到好多朋友仔問嘅，港巴點解我答完嗰條問題話我錯咗嘅咧？嗱，緊記住個字眼，不可預見和突如其來。考試係經常都考呢一個嘅字㗎，係啦，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揀咗啲似層層嘅名就當係正確嘅答案咯。咁但係有冇啲嘅例子可以協助大家可以容易啲去明白咧？嗱，你就當依家你係一個僱主啊，係啦，你就買咗一堆機器喺度啦，喺度運作緊啊，生產緊乜嘢都好啦。突然之間有個你嘅工人係啦，你嘅僱員嘅時候攞住個士巴拿喺度行下嘅時候，喺度揈下，一下唔覺意甩咗手，將個士巴拿飛埋佢哋個機器度整爛咗佢。呢啲咪喺個保障範圍入面咯。不可預見同埋突如其來嘅物質損失或者損害啊嘛，咁所以呢個咧通常就用呢一個例子簡單介紹咗佢嘅保障範圍嘅。咁有啲乜嘢係循環責任啊？既然都講咗全險咯喎，咁常見嘅一啲限制同埋循環責任，大家要留意翻個免賠額啦，即係俗稱有陣時中意啲人叫嘅墊底費啦。係啦，咁你自己揞嗰個部分就當然唔喺個保障範圍入面啦。仲有啲標準火災附加危險啊，佢哋保障咗嘅部分啊，戰爭啊、核啊，同埋啲嘅後果損失。後果損失係大家比較少見嘅。後果損失即係話個機器依家壞咗，咁後面可能產生一系列嘅嗰啲經濟損失喎，起唔到貨啊，可能對方嗰啲嘅我嗰個簽合約嘅對家可能就會走嚟索償我，因為起唔到貨喎。咁呢一啲嘅部分唔會喺呢個機器損壞保險入面去 cover 㗎，因為佢都係屬於限制同埋循環責任。好啦，嚟到少少後面嘅尾聲啦，我哋就會睇下建築嘅全險保險又係啲乜嘢啦。嗱，大家首先望落去個 PowerPoint 好似有好多嘅字咁樣啦，但我都會建議大家優先睇咗紅色字眼嘅地方先。點樣去睇咧？記住一個建築全險保險啦，佢嘅保障範圍同埋循環責任啦，都係分別分咗做第一、第二部分兩 part 喺入面噶。嗱，咁大家去背嘅時候點樣可以去背咧？先睇下第一部分佢針對係保障乜嘢先？佢針對緊係呢個財產啊。財產啊，指明嘅財產保呢個全險嘅財產保險啦。好啦，至於第二個部分咧，係針對法律責任。所以第一部分係針對財產，第二個部分係針對法律責任。我哋咁樣去記先，咁大家就可以記少好多其他不必要嘅資訊啦。好啦，咁至於喺一個限制同埋循環責任方面，我哋睇下咯。第一個部分有啲乜嘢係唔包㗎？如果保障財產嘅時候錯誤設計咯，實際點算時先至發現嘅損失咯，呢啲都係其中兩個通常見嘅循環責任啊。雖然話就話包財產啫，第一部分，咁但係你件財產可能嗰件物件本身都係錯誤設計嘅時候有問題嘅，咁呢個當然唔喺個保障範圍入面啦。第二個部分針對法律責任有啲乜嘢係唔包啊？咁如果喺個建築全險嘅世界入面嘅第二部分啦，係會豁免咗承保屬於被保人嘅財產啊，例如保單第一個部分入面啦，嗰啲嘅工程啦嘅損失啦或者損害嗰啲法律責任啦，亦都包括我特別用紅色去 highlight 嘅，係減弱咗或者消除咗對其他建築物嘅支撐力。舉個例子啊，如果大家都係生活喺香港入面噶嘛，好多人嚟講都會還記得當年曾經嘅天水圍有冇發生過一啲嘅短樁事件啊？係咪啊？如果我嗰個嘅建築物佢發生咗任何嘅問題嘅時候，影響埋其他嘅建築物嘅支撐力嘅時候，可能會有一系列嘅責任嘅問題嘅索償追溯緊嘅喎。咁會唔會喺埋呢一個嘅建築全險嘅保險入面會去包埋咧？咁 sorry 啦，呢個就包唔到啦。佢都寫到明，亦都包括減弱或者消除對其他建築物嘅支撐力，就係咁樣嘅意思啦。咁至於最後一個咧就係安裝工程嘅全險保險啦。個名咧佢都講得好清楚啦，係針對安裝嘅工程嘅。OK 因為好多時嚟講咧，個建築物唔會突然之間就出現咗噶嘛，個過程當中一定會牽涉好多嘅裝配啊、成噶啦。咁所以佢承保嘅係啲乜嘢咧？一啲嘅受保機器啦、裝置啦，或者嗰啲嘅鋼結構啊、嗰啲嘅架設啊、安裝啊等等嘅時候啦，咁港巴通常都會試下大家幻想下一座橋，可能喺海上面嘅時候，會突然之間出現咗噶嘛，嗰啲嘅裝嵌合嘅過程當中啦，咁其實呢啲嘅損失啊或者損害啊嗰啲機器啦，都係會喺個安裝工程嘅全險入面啦係包埋嘅。咁但大家可能都會諗到啦，可能會牽涉一啲第三者責任嘅喎，咁啦，佢當中可能會有一啲嘅傷亡事故發生嘅喎。通常呢啲咧都可以同保險公司去傾，睇下可唔可以包埋喺個保險入面㗎。當然睇下會唔會牽涉到其他嘅保費啦。咁所以安裝嘅工程全險嘅時候，大家緊記住佢係針對安裝工程，唔好同頭先嘅建築嘅全險嗰度啦去撈亂咗啦。好啦，咁今次嘅影片咧就先嚟到呢一度啦。咁大家今次咧會經歷咗啦，乜嘢叫做忠實保證保險啦，咩叫做保證 bonds 啦，亦都會經歷咗一啲嘅工程嘅保險喎。咁大家再加埋呢啲喺翻你之前學嘅內容上面啦，又再需要花多少少時間啦去融會貫通啦。咁但係成個第一章啦，咁講之前都講過，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噶啦。咁嚟緊仲有啲乜嘢咧？就係之前講過一啲嘅責任保險啦，同埋一啲嘅水險嘅內容啦。喺下一段嘅影片啦，咁講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兩個重要嘅字眼：索償發生同埋索償申報。喺咁多年入面嚟講咧，港巴經常都會發現啲同學仔啦，成日會搞錯呢兩個嘅字眼㗎。而呢兩個嘅字眼啦，係會牽涉到真正大家做生意上面面對緊嘅問題㗎，所以大家要小心去應對咯。咁另外啦，咁港巴再一次重申翻就係，如果大家對於模擬試題有任何查詢，歡迎透過電郵啦去直接聯絡翻港巴啦。咁嚟緊港巴嘅時候啦，除咗模擬試題解讀啦，同埋卷二嘅時候啦，就住會員頻道慢慢都會開始再涉及其他嘅內容，特別係一啲嘅產品嘅分析，會同大家去講咯。如果大家有任何興趣想知道可能特別某一啲嘅產品的話啦，咁亦都歡迎大家啦可以直接同翻港巴去講㗎。咁港巴亦都會去試下擺埋喺啲嘅影片內容嗰度啦，再同大家去分享多啲。好啦，咁今次嘅影片咧就先嚟到呢一度，我哋再喺下一次嘅影片嗰度再見。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港巴 CFO 嘅頻道，我係港巴。
今次講巴將會繼續同大家一齊去睇下卷二入面嘅第一章。咁今次咧，我哋將會進入第8個嘅部分。咁喺整個嘅第一章入面啦，咁講巴預期咧將會有9個嘅部分㗎，即係話今次咧已經係嚟到尾2呢一個嘅部分啦。咁大家密切去留意埋今次一個嘅影片內容啦，同埋下一次嘅影片內容啦。咁大家就住整個嘅第一章咧，應該就會溫習晒所有嘅內容啦。咁講巴都係嗰句，如果大家對於其他卷嚟講啲模擬試題啦有進一步嘅查詢啦，又或者大家都希望支持講巴的話啦，緊記要去訂閱翻講巴嘅會員頻道啦，同埋亦都係可以直接透過 email 啦去直接聯絡翻講巴咯。好啦，依家事不宜遲啦，我哋都即刻去睇下今次嘅影片。咁大家數一數嘅時候啦，呢一個嘅版面啦，應該睇埋今次已經睇咗8次噶啦。咁再一次重申，第一章嘅內容嚟講啦，係的而且確十分之多。咁所以我哋啦都會分咗做9個嘅部分咧，同大家慢慢去講啦。嗱，咁其實大家留意翻個比重同埋個題數啦，佢喺4個嘅章次入面啦係最多噶，所以大家要花多少少嘅時間啦去溫書啦，同埋睇熟啲相關嘅內容啦。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去睇下今次嘅影片內容啦。嗱，其實喺上一段嘅影片咧，大家依稀會記得我哋都會講到一啲關於工程險嘅內容啦。其實不論係工程險又好，又或者再早少少其他嘅一般保險嘅險種入面嚟講都好啦。其實我哋經常都離唔開一樣嘢叫做第三者保障。嗱，咁喺度嘅時候，第三者保障咧，佢都講咗少少嘅內容出嚟㗎。其實最主要就係保障一啲嘅法律責任，可能因為法規啦，甚或乎可能一啲嘅普通法啦，咁佢都寫到明，通常係因為一啲嘅疏忽啦、negligence 啦而產生嘅喎。咁但係藉住協議承擔嘅法律責任啦，通常都係屬於責任保障入面嘅除外責任嚟㗎。咁有啲乜嘢嘅法律嘅責任來源咧，離唔開嗰3個啦。咁大家都要背一背啊，因為主要咧都係問下面呢3個嘅來源嘅。一係法規，二係嚟自普通法，三就係喺合約之下啦產生出嚟嘅一啲法律責任。嗱，咁喺責任保險入面嚟講咧，有少少嘅共通點，大家係需要留意㗎，就係乜嘢叫做長期責任，乜嘢叫做短期責任咧？嗱，咁喺度嘅時候，大家快去睇下啦。所謂嘅長期責任咧，就係有關嘅索償發生啦，通常可能都會經歷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嘅，即係話可能喺嗰個保單嗰個嘅日子入面之後啦，仲會可能出現呢一啲嘅索償嘅喎。咁呢啲我哋就會俗稱叫做長期責任。咁至於短期責任咧，就當然係相反啦。咁但係我哋當一牽涉到呢啲嘅責任保險嘅時候啦，陣間有2個好主要嘅名詞，大家一定要知道嘅，一個就叫做索償發生，一個就叫做索償申報。咁呢兩者究竟有啲乜嘢唔同咧？我哋依家都第一時間去睇睇。好啦，咁第一個要同大家介紹嘅就係索償申報。嗱，索償申報指緊嘅係乜嘢咧？個保單淨係保喺呢個保單嘅有效期入面，或者到期之後啦，一段指明嘅時間入面啦，第三者向被保險人提出嘅索償咧，都係可以得到保障噶。嗱，咁所以大家會發現索償申報的話，用下面嗰幅圖去理解咧，就係話，咁其實有一啲嘅索償可能超過咗個保單有效期噶咯喎。咁但係如果嗰張單嚟講咧屬於索償申報的話啦，佢都會保埋往後一段指明嘅時間，一啲嘅保障都會俾翻個被保險人噶。至於另外一個咧，就叫做索償發生啦。嗱，索償發生咧個文字都寫到明，承保保險期限入面發生嘅受保事件，或稱為損失發生。嗱，咁大家會見到佢淨係保障乜嘢咧？就係個保單有效期入面嘅索償嘅啫。對比起頭先嘅索償申報，如果大家有印象，啱啱嘅索償申報就係話保單有效期之後嘅一段指明嘅時間入面啦，都係得到保障嘅。咁但係索償發生咧，就針對係個保單有效期入面嘅索償嘅啫。所以大家要知道兩者嘅分別啦。因為跟住我哋就會睇到好多其他嘅險種啦，有啲係屬於索償申報，有啲係屬於索償發生。考試會點樣考大家？佢就係問得好直接嘅啫，就問你嗰隻嘅險種係屬於索償申報啊，定係索償發生？咁大家直接揀翻對應嘅答案就得噶啦。好視乎究竟你有冇背到咯。咁啱啱大家聽完索償申報同埋索償發生兩者嘅分別之後啦，咁點解講巴一路就會講到大家一定要去記一記咧？因為跟住就會帶入去呢一集嘅責任保險啦嘅個別種類入面啦，包括僱主責任、產品責任、專業離場保險、董事主管人員責任保險同埋啲嘅公眾責任保險啊。嗱，呢度咁多隻嘅唔同嘅責任保險入面嚟講啦，陣間大家一定要記一記，有啲嘅險種係寫住係索償申報，有啲係寫住索償發生嘅，一定要背咗佢啦。好啦，咁我哋先去睇下第一個僱主責任保險。我相信絕大部分嘅香港人都係，咁我哋作為打工仔的話啦，有陣時都會擔心，我喺受僱嘅期間入面因公受傷的話，其實可唔可以去追究僱主㗎？嗱，咁喺下面嘅圖畫啦，咁大家其實已經睇得好清楚㗎啦。不論係冇疏忽又好，即係僱主冇疏忽啦，或者係僱主有疏忽都好啦，咁其實都可以去追究翻相關嘅賠償噶。咁但係當然啦，追究係攞個乜嘢嘅原因咧？咁我哋就可以對照翻右手邊咯。咁究竟係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啊，定係普通法侵權法咧？咁大家就要對照翻啦。因為考試亦都問得好直接嘅啫，呢一個嘅地方。咁大家背咗紅色字眼嘅地方啦，再加埋究竟係屬於僱員補償條例，定係普通法或者係侵權法啦。咁就住僱主責任保險啦，有一啲嘅除外責任啦，一啲嘅保費嘅根據同埋其他特點咧，大家要簡單去了解下噶。首先去睇下一啲嘅除外責任先啦。咁僱主責任保險有啲乜嘢嘅情況底下係唔包嘅咧，即係唔保障嘅咧？第一，例如一啲嘅合約嘅附加責任啦，可能個打工仔同個僱主之間簽咗個合約之後，僱主額外可能會承擔個打工仔一啲額外嘅一啲嘅保障喎。咁喺保險嘅層面嘅時候，可能係你哋兩個人之間嘅 deal 嚟噶嘛，咁唔關保險公司事，呢啲嘅合約附加責任就唔喺個保障範圍入面啦。咁當然仲會話有啲乜嘢咧？對被保險人嘅承建商嘅僱員承擔嘅法律責任啦，呢啲當然唔喺個僱主責任保險入面啦。好啦，死傷者咧，不屬於僱員補償條例所指嘅僱員，根本上根據條例你都唔係我嘅僱員嘅時候，咁梗係唔會包啦。同埋一啲嘅標準嘅除外責任。咁至於保費嘅根據入面，通常啲僱主係點樣去俾嘅咧？僱主咧係全年應付嘅薪金額啊，即係話我要俾幾多保費，好 depends on 究竟我本身係幫我班打工仔啦，可能係出緊幾多糧俾佢哋啦，又或者我自己嘅業務究竟係做緊啲乜嘢嘅生意啦。咁喺度咧，佢都特別註明咗一個嘅地方，就係話有啲嘅保費啦係屬於臨時性質嘅，因為大家你都會諗得到，員工仔最終可能全年出幾多糧。
係啦，可能有啲人即刻加入公司，有啲可能會走咗噶嘛，同埋可能我本身嘅業務嚟講咧，可能都會有啲個浮動噶嘛，所以好多時都會用一啲嘅臨時性質俾咗個首期保費先，實際最終嘅金額咧之後係會作出調整嘅。咁呢個亦都引申到佢下面嘅其他特點啦，大家會見到有個保費調整呢一樣嘢啦。嗱，而至於第二咧，咁大家睇清楚咯，僱主責任保險係屬於索償發生嘅方式嚟簽發㗎，咁所以大家又要諗翻起頭先大家學過嘅索償申報同埋索償發生啦。僱主責任保險係屬於索償發生。咁我諗大家都會知道，既然有啲嘅僱主好多時都要為啲員工嘅時候可能買一啲嘅保險的話，甚至乎有啲可能係法定規例嘅喎。咁但係講翻會唔會保險公司有陣時唔俾個僱主去買呢一啲嘅保障㗎？當然有可能啦。咁喺呢度嘅時候，大家就去睇下一個叫做僱員補償聯保計劃嘅介紹啦。咁其實呢個嘅計劃咧就係話，大家都會明白。保險公司同樣地都係打開門口做生意，咁所以嚟講咧，我可能真係覺得嗰個僱主佢嘅業務嚟講咧太高風險喎，我唔受佢去保障喎，係啦，我唔想保佢喎。咁但係僱主嘅層面就係話唔係喎，呢啲可能係啲個法例啊規例上面嘅要求一定要買嘅喎，嗰邊又要我買，但係呢一邊咧你又唔俾我去買，咁點算啊？咁呢個嘅僱員補償聯保計劃睇下啦，就係佢係就住一啲啦，好難去買到保險嘅一啲嘅高風險工種啦嘅僱員啦，去購買呢個僱員補償保險㗎。嗱，呢一個嘅僱員補償聯保計劃啦，咁亦都係啦，大家記個名啦。管理局有限公司呢個管理局咧係管理呢個嘅計劃嘅。嗱，所有啦業界嘅協議啦規定，所有僱員補償嘅保險人咧，亦都需要成為呢一個計劃入面嘅成員啦。咁但係有啲乜嘢嘅條件咧？咁大家要留意翻到，如果任何嘅僱主一旦連續俾3個或者3個以上嘅保險公司啦，即係保險人啦，拒絕承保，即係拒保啦，或者係調高保費，咁佢調高保費咧都寫到明啦，超出咗30%啊嗰啲嘅報價啦，就可以走嚟呢一個嘅僱員補償聯保計劃呢一度啦去做投保噶啦。咁所以呢一啲嘅計劃咧，你可以話作為一啲嘅僱主呢啲高風險工種嘅僱主啦，一個最後嘅救生艇啦。咁我哋睇完僱主責任之後，第二個同大家介紹嘅就叫做產品責任。咁大家你同我都會明白到，好多時啲產品如果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就當然嗰個嘅製造商啦，又或者係相關嘅人士可能會俾人去告啦，係咪？甚至乎可能牽涉到賠償啦。咁其實產品責任保障就會保啲乜嘢咧？就係話，若果有問題嘅產品引致第三者蒙受傷害或損害啊，咁佢嘅保障範圍就係乜嘢啊？產品啦，係由呢一個被保險人啦所售賣、供應、維修或者所提供嘅服務引起啦。哇！如果我作為嗰一啲嘅製造商嘅時候啦，嗰啲供應商嘅時候啦，我都可能會擔心俾人告嘅喎。特別可能係一啲嘅高風險嘅地區喎。咁大家往後都會睇得到㗎啦。咁所以我哋會話，被保險人擁有或者佔用嘅處所以外嘅地方發生啦，呢啲嘅產品責任保單咧就會承擔翻有關嘅法律責任。咁講翻，其實咁多年入面，我經常喺卷二嘅層面都會提及到法律責任一樣啦，係相當之重要或者係叫做嚴重噶，因為追溯嘅銀碼啦可大可小噶。好啦，咁有啲乜嘢嘅特點咧？喺個產品責任保險入面，被告人有啲乜嘢人可能會俾人去告嘅咧？當然啦，牽涉到呢啲嘅產品責任嘅時候，製造商、裝配嗰啲嘅人士、修理嘅人士，甚至乎可能係供應商。咁乜嘢人可能會走去告人啊？嗱，呢度講得特別，希望大家要去背一背嘅。告人嗰個真係個申索人嚟講啊，嚴格嚟講唔一定係屬於消費者噶，不論與被告人有冇合約上關係嘅消費者啊嚇，呢個係相當之緊要嘅一個 point，大家要去留意啦。咁產品責任保險入面有啲乜嘢嘅情況底下唔會保障咧？嗱，第一就係一啲嘅通用嘅長物責任啦，可能又係嗰句啦，合約嘅附加責任，即係可能你額外應承人嘅嘢，當然唔喺我個保障範圍入面啦。又或者係啲嘅產品本身嘅設計或者規劃程式規格引起嘅法律責任，即係可能呢啲係本身一啲嘅人為嘅失誤啊。好啦，仲有一啲嘅產品嘅須知啊、建議啊、產品嘅資料特性等等啦，嗰啲嘅應用引起嘅法律責任啦，同埋一啲嘅修理改動更換承擔嘅法律責任，呢啲都係唔喺個保障範圍入面啦。好啦，另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嘅就係保單限額。嗱，就住個賠償銀碼嚟講啦，通常可能都係一個嘅總嘅限額嚟嘅。即係話如果早期嘅時候你索償咗嘅時候，就有可能會減少你跟住啦，係啦，索償得到嘅保障銀碼咯，你就當係一個大數咁樣去諗就得噶啦。如果之前索償咗啲，你就當係用咗少少呢個大銀碼先啦。好啦，另一樣嘢大家留意就係講翻提及過啦，危險的市場啊，嗱，呢度一定要留意就係話，如果針對一啲索償意識高嘅地區啦，嗱，咁貨文啊係根據貨文，佢都話尤其係啲美國同埋北美地區嘅時候啦，個保障通常都係較為昂貴嘅。嗱，咁我諗大家周不時睇新聞嘅時候都會知道喺相關嘅地區嗰度啦，好多時都會出現一啲嘅天價嘅索償啊嚇，咁但係當然你話喺香港。比起嗰啲嘅相關地區啦，又唔係咁多見嘅，OK。咁但係如果就住嗰啲嘅索償意識高嘅地區啦，嗰個保費啦都會相對較昂貴，又或者係比較難買到產品責任保險啦。好啦，最後一樣嘢就係話產品責任保險，咁佢屬於乜嘢嘅索償嘅方式咧？究竟係索償申報定係索償發生咧？咁大家睇睇到啦，佢屬於索償申報嘅保單嚟嘅。好啦，再下一個專業離償保險，呢個就係同大家去重溫翻大家有冇學過嘅卷1、卷3啦。專業離償保險主要係針對啲乜嘢人士啊？就係針對專業嘅人士提供保障，因為可能佢哋都會做錯嘢噶嘛，例如一啲嘅醫生啊、律師啊等等呢啲嘅專業人士啦，通常都會承保翻佢哋嘅一啲嘅錯誤或者係疏忽啦，咁亦都會承擔相關嘅法律開支嘅。好啦，咁呢一隻嘅保單嚟講咧，佢屬於乜嘢嘅索償方式咧？咁大家記啦，係屬於索償申報呢一個嘅方式。咁喺專業離償保險入面有啲乜嘢嘅限制同埋除外責任咧？咁喺呢度嘅時候啦，咁大家特別可以去記一記就係污染呢一樣嘢啊。咁其實咁耐以嚟啦，好多嘅朋友仔經常都會問到講話，點解污染唔屬於呢個嘅專業離償保險入面嘅保障㗎咧？嗱，我哋成日都會倒翻轉，都係保險公司都會考慮到個成本問題㗎嘛。一牽涉到污染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啦，嗰筆數就好襟計啦。所以通常嚟講咧，污染都係唔喺個保障範疇入面㗎。咁但係
另一樣嘢大家會問，考試通常會問邊幾個嘅咧？嗱，咁大家特別都可以記住污染呢一個啦，因為考試啦，唔知點解問嚟問去都好中意問污染呢一個嘅名詞噶，咁所以大家見到污染啦，係屬於專業賠償保險入面嘅除外責任同埋限制嚟噶啦。咁當然在下面啦，嗰啲咩索償人不誠實啊，又或者喺指明地區以外進行嘅活動唔包啊，咁呢啲應該唔太難去明白啦。咁另外啦，保費嘅根據啦，同樣地都係啦，好多時啦係需要係先俾一個嘅臨時保費啦，另外保費都相當可能係屬於調整，即係之後係會 adjust 嘅。好啦，咁再下一個介紹嘅就係董事同埋主管人員嘅責任保險啦。嗱，咁大家睇個名都會知道啦，呢一個嘅責任保險啦係專針對嗰一班做老細嗰一班啦。因為做老細一班嘅董事主管人員啦，都會擔心到可能會唔會係自己一啲嘅錯誤行為、一啲嘅 decision 嘅時候啦，可能引起一啲嘅法律嘅追究啊、一啲嘅訴訟啊嘅賠償，可能追究自己咧。咁所以呢啲嘅董事主管人員嘅責任保險啦就應運而生咗出嚟咯。咁所以大家睇翻係承保翻公司嘅董事主管人員啦，因為錯誤行為啊而承擔支付損害賠償嘅法律責任啊。嗱，咁呢一隻單係屬於索償申報嘅方式啊嚇，咁大家都係特別要去背一背啦。咁有啲咩情況係唔包啊？又見到污染呢一個嘅字眼咯。另外亦都係啦，一啲嘅董事主管人員不誠實啊、詐騙啊，又或者佢本身冇權享有一啲嘅個人收益好處啊等等啦，即係可能一啲嘅非法嘅一啲嘅行為啊嘅時候咧，呢啲當然唔喺呢一張嘅責任保險入面係會 cover 啦。咁喺後面呢度嘅時候啦，咁額外少少資料補充啦，仲有一啲嘅額外嘅限制同埋除外責任嘅，可能喺地區範圍以外地方進行嘅活動唔包啊，公眾責任風險嗰啲唔包啊，合約附加責任啊等等呢啲啦，都係一啲大家見慣見熟嘅除外責任嚟㗎啦。咁個保費嘅根據嚟講啦，通常都會收取一個固定嘅保費嘅，咁呢個就唔關嗰啲嘅臨時保費事啦。好啦，咁再嚟下一個咧就叫做公眾責任保險啦。嗱，牽涉到公眾責任嘅時候咧，又係一個好多時啲僱主啦，咁佢哋會去留意，甚至乎好多時諗都唔會諗就直接去買嘅一隻嘅保障嚟㗎。咁睇下佢保障嘅範疇係啲咩先？凡係就於死傷或者財產損害承擔啊，但係又唔屬於專門嘅責任保險。簡單啲嚟講，即係話大家以往學過嗰啲咩汽車啊、僱員補償保險啊、產品責任保險、專業賠償保險嗰啲咧，如果係嗰啲嘅保障範圍以外嗰啲，好多時都會跌咗入去呢個公眾責任保險入面㗎啦。所以你就當呢個係一個大包圍咁樣啦，主要係承保翻第三者嘅受傷啦、第三者嘅財產受損嘅法律責任啊。咁所以如果你幻想自己係僱主的話，呢一啲比較 general 啲嘅大包圍嘅安全網保障自己嘅，你其實會唔會考慮買唔買咧？我諗你作為個老闆嘅時候，你好多時都會直接去買埋呢一啲嘅保障俾自己啦。好啦，咁另外啦，佢仲有包咗乜嘢咧？引致一啲嘅法律開支同埋申索成功嘅第三者法律開支啦，都係會保埋噶。咁至於佢屬於乜嘢嘅形式咧？咁大家要去記一記啦，就係索償發生呢一個嘅形式去做噶啦。咁至於公眾責任保險入面啦，有啲乜嘢係除外責任啊？有點樣去收個保費嘅咧？嗱，先我哋睇睇個除外責任先啦。地區範圍當然亦都係啦，淨係局限於喺個受保地區入面先至會包啦。如果真係受保嘅第三者索償，亦都必須係經香港嘅司法管轄先至會受保啦。即係你冇理由走到去其他地區、其他國家嘅時候，又走翻嚟話去 claim 噶嘛。好啦，另外其他保單已經承保咗嘅責任風險唔包啦，合約附加責任啊、標準嘅除外責任呢啲當然都係唔包啦。好啦，保費嘅根據方面，咁佢唔係固定喎，佢係屬於可以調整嘅保費嚟嘅，可能根據翻一啲嘅工資啦、人工啦、銷售額啦、被保險人嘅職業行業啊等等啦，都會反映翻喺個保費入面噶。咁所以大家去溫書嘅時候啦，都要留意翻，同埋大家就住今次呢啲嘅責任保險啦，大家睇咗好多，有啲係索償申報，有啲係索償發生。咁啊，港巴強烈建議大家自己去畫翻一個簡單嘅表格出嚟啦，寫翻邊一隻嘅責任保險係屬於索償申報，邊一隻係屬於索償發生嘅時候啦，咁大家溫書啦就會更加得心應手啦。好啦，咁今次嘅影片咧就嚟到尾聲咯，希望大家從今次嘅責任保險入面啦，更加了解到一般保險嘅內容啦。咁喺下一段嘅影片嘅時候啦，就係第一章最後一段嘅影片啦。咁港巴啦將會同大家去進入一個比較新少少或者我哋平時少接觸嘅一個嘅險種，就叫做水險。咁水險入面啦會牽涉到啲乜嘢咧？例如乜嘢叫做遊艇保險咧？咁同埋有一啲我哋比較少接觸一啲嘅公會啦，都會喺下一段嘅影片嗰度啦，再同大家去介紹噶。如果大家覺得港巴嘅影片幫得到手的話啦，緊記同你身邊嘅朋友去推介港巴嘅頻道啦。如果大家特別係針對住卷二再想去了解多少少嘅話啦，甚至乎其他一啲嘅模擬試題嘅時候啦，亦都可以去成為會員頻道嘅一份子，又或者係透過影片下方嘅 email 啦，直接去聯絡翻港巴嘅，希望幫得到大家。成為會員頻道嘅時候啦，咁最緊要就係大家可以攞得到你自己想攞嘅嘢啦。咁至於當中成為會員頻道嘅成本嘅時候，咁大家就當係請港巴飲翻杯咖啡啦。咁我哋喺下一段嘅影片嗰度再見啦。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港巴 CFO 嘅頻道，我係港巴。唔經唔覺，卷二嚟講咧，已經係去到第一章嘅最後一個嘅部分啦。係啦，咁港巴都俾少少嘅掌聲俾自己啦，因為好少嚟講啦，攞一個章節錄到咁多個嘅部分噶。因為卷二嘅第一章咧，真係太多內容啦。不過就住今次最後一個嘅部分嘅時候啦，咁港巴將會同大家就去睇下水險嘅世界究竟係啲乜嘢。如果大家都中意港巴嘅影片的話啦，緊記向翻你身邊嘅朋友去推介翻港巴嘅頻道啦，甚至乎係成為會員頻道嘅一份子。咁大家喺將來嘅時候咧，就會有更加多唔同保險上面嘅交流，或者係理財上面嘅交流噶啦。好啦，咁依家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去睇下今次嘅影片內容。好啦，咁不厭其煩，最後提埋今次就住第一章嘅內容啦。咁大家緊記住第一章考嘅內容啦，因為用咗9個部分去講啦。咁其實咧佢佔嘅比重咧係最重嘅，所以大家溫書嘅時候啦，可以的話係啦，就住整個嘅卷二啦，不妨睇多1次、2次，甚至乎3次啦。卷二第一章嘅影片介紹啦，咁港巴已經將所有呢啲嘅影片內容啦，都已經擺晒喺會員頻道入面啦。咁大家啦，即管可以隨時隨地去重溫翻啦。如果大家對於其他試卷嘅模擬試題嘅時候有進一步查詢，都係嗰句話，緊記利用翻影片下方嘅 email 去問翻港巴詳細嘅資料內容啦。
好啦，嗱，咁就住整個嘅水險入面啦，咁大家將會喺今次一段影片入面啦，涵蓋到3個嘅內容嘅。第一，海上貨物保險；第二，船舶保險；第三係遊艇保險。咁我相信啦，呢啲都係可能我哋平時你同我啦都比較少接觸嘅一啲嘅險種嚟嘅喎。咁究竟個詳細內容係啲乜嘢？考試個重點位係啲乜嘢咧？咁大家依家即刻開始去留意下啦。咁去睇頭先嗰3隻險種嘅內容嘅時候啦，咁大家首先第一一定要對於水險啦有一啲字眼上面啦你需要去了解嘅。第一就叫做海損。海損嗱，海損嚟講啦，我哋通常都會解作係部分嘅損失啦。因為喺水險入面咧，咁其實我哋本身咧有2隻嘅海損㗎，一隻就叫做單獨海損，另外一隻咧就叫做共同海損。嗱，先去睇下單獨海損係啲乜嘢先啦。我哋就係話影響保險標的嘅海損啦，即係解作叫做部分嘅損失。好啦，咁但係共同海損咧就係另一個嘅意思嚟嘅喎，咁大家就唔好諗住一個叫單獨，另一個就唔係叫單獨啦，千祈唔好咁樣諗。共同海損講緊嘅意思就係話乜嘢咧？喺遇到危險嘅時候啦，為咗去拯救共同冒險中受險嘅財產啊，自發或者合理地造成非一般嘅犧牲啦，或者招致嘅開支啦，就叫做共同海損嘅行為。即係話，我見到人哋嗰隻嘅貨船啦，又冧晒嗰啲貨，又或者啲人要去救佢，我花咗一啲嘅人力物力啦，可能派隻艇出去啦，去接翻佢翻嚟嘅時候，呢一啲可能我都會有我嘅損失噶嘛，我嘅成本噶嘛，呢啲咪就係為咗搶救喺共同冒險中受險嘅財產咯。咁呢啲嘢都叫做共同海損嘅行為咯。當然考試啦，咁講啦就未見過佢用例子去考大家嘅，考嚟考去都係考大家海損啦，係解作部分嘅損失。咁通常海損入面有邊2種啊？你就答翻係單獨海損同埋共同海損出嚟啦。好啦，咁另外一個嘅字眼咧就叫做救助。救助嗱，咁救助呢一個嘅字眼嘅時候啦，我哋通常就係話向拯救嘅船隻啦，或者處境危險嘅其他財產嘅個人或者機構咧，給予嘅費用同埋呢一個嘅或者呢個嘅獎賞啦。咁同一時間嚟講啦，咁大家留意有一個叫做損譽呢一個嘅字眼嘅。咦，講翻以往嘅影片啦，我記得可能喺卷1、卷3曾經見過損譽呢一個嘅字眼喎。好啦，我哋會話損譽啱啦。如果係應用喺唔係水險上面，即係非水險上面嘅時候咧，就係大家以往見慣見熟嗰個嘅解釋啦。通常就係標的剩落嚟嘅殘餘價值。咁所以嚟講咧，呢一個損譽啦，都曾經出現喺啲非水險上面㗎。好啦，第3個嘅字眼咧就叫做損害防止嘅費用啊，向被保險人喺促使受保嘅財產免於遭受受保損失啦，又或者減輕受保損失程度時合理招致嘅費用，呢個就叫做損害防止費用，即係進一步惡化啦，或者避免進一步嘅損失啦。至於最後一個咧就叫做實際嘅全損啦。嗱，咁講法通常都會叫做 total loss 咁樣去形容呢一件嘅事嘅，即係連渣都冇啦，嗰個保險標的完全滅失啊，係啦，即係件嘢啦，你想撈都撈唔到啊，係冇咗噶啦嗰件嘢，損害亦都改變咗保險標的嘅本質，係啦，改變咗保險標的本質，或者被保險人啦無法挽回嘅情況底下啦，失去咗保險標的，石沉大海咯，或者係。跟住再下一個咧就叫做推定全損啦，推定全損啦，咁港巴嘅解讀啦，通常就係話醫翻都嘥藥費嘅，某個損害技術上可以修補，但係唔合乎經濟，係啦，按照有關嘅法定或者保單嘅標準啦，唔合乎經濟，所以咪就係醫翻都嘥藥費咯，係啦，咁呢個就叫做推定全損。嗱，咁定值保單嘅時候咧，就好似大家以前學過嘅約定價值啦，即係嗰件貨物講好咗係幾多錢就幾多錢，損失的話就賠翻嗰個嘅價錢俾你一模一樣。好啦，至於責任保險嘅時候啦，咁講得特別想大家去記住嘅就係話，大部分嘅責任嘅風險嚟講啦，係啦，喺個水險嘅世界入面，都係由一個組織叫做船東保賠組織去承保嘅，簡稱叫做 P&I Corps 啦，係啦。考試會點樣考大家咧？講翻見過好多次噶啦。佢話有一個嘅組織啦，簡稱叫做 P&I 啊，咁即係咩組織啊？你就要揀翻船東保賠組織咁樣去揀翻佢出嚟啦。好啦，咁再下一個咧就係協會條款啦。嗱，考試係經常都會問啊嚇，所以大家溫書嘅時候咧要去背一背啦，就係話佢會問到協會嘅條款咧喺水險嘅世界入面，通常會根據邊一個國家嘅保險人協會啦，咁其實係會去制定相關嘅用詞或者係根據有關嘅用詞嘅咧，大家一定要喺個選擇入面揀翻倫敦保險人協會。因為可能佢其他嘅選擇咧，佢擺其他嘅地方喺度啊，可能法國保險人協會啊，或者其他嘅保險人協會喺度啦。咁但係正確嘅答案係倫敦保險人協會。係啦，咁講緊以往記嘅方法都係記住，以往嘅年代英國啦，係啦，四面環海軍事強國，係啦，咁所以嚟講啦，好多時水險嘅嘢啦，都要根據翻個軍事強國啦。咁我就會揀翻倫敦保險人協會，咁樣幫自己去溫書嘅時候咧，去記住嘅。咁唔知個方法啱唔啱你身上咧？好啦，另一個字眼就係海洋運輸風險啦，同埋嗰個戰爭風險啦。咁其實文章都寫到明㗎，喺好多唔同嘅財產險入面嚟講啦，淨係得海上保險同埋航空保險啦，先至會承保呢一啲嘅戰爭風險嘅啫。好啦，咁我哋啱啱咧就了解咗一啲嘅水險常見嘅用詞啦。咁開始我哋睇下第一隻嘅海上貨物保險咯。嗱，咁其實海上貨物保險保啲咩啊？咁大家一睇就知道啦，咪就係保喺海上面嘅貨物咯。佢嘅本質係啦，除咗就係法律責任啦，共同海損分擔嗰啲嘅救助費用嘅提供保障以外啦，貨物嘅保險實際上係一種嘅財產保險啊嚇。通常都係一套協會嘅貨物嘅條款嘅 ICC 嘅形式去承保嘅。嗱，咁喺度大家要務必留意住，考試係經常都會問到啦。嗰個嘅 ICC 啊嚇，咁嗰個條款咧佢分咗 A、B、C 3個唔同嘅範疇嘅喎，咁呢個 A、B、C 啦，大家要知道佢3者之間嘅分別喺邊一度啦。協會貨物條款 ICC-A 佢屬於一個全險保障嘅形式嘅。B 咧 ICC-D 咧就係指明風險嘅方式。ICC-C 方面咧就係佢嘅指明風險啦，個數目咧就仲更加細。咁港巴會點樣？希望大家去記一記咧。總之記住 A 嘅保障範圍係最寬，係啦。B 啦細少少 ，C 係最細，就好似一個倒轉嘅三角形咁樣去諗，就可以記得晒 A、B、C 3個嘅保障嘅範圍㗎啦。因為考試啦，佢好多時都會問到就係 A、B、C 啦，邊個嘅保障範圍係最廣泛啊？邊個可能係最狹窄啊？佢係會咁樣去問大家嘅啫，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啦。
咁至於再下一個嘅時候啦，呢度都係講翻咁多年嚟講啦，經常考試都會見到佢問呢一題㗎。海上貨物嘅保險，咁你話保障個海上貨物，咁係唔係淨係話件貨喺海上面就先至保障咧？答案唔係，好多時個保障咧都係保障係倉置倉。倉置倉，即係話有少少嘅陸地都會保埋嘅噃，係啦，因為件貨物嘅時候個倉唔係喺個海上面噶嘛，通常可能都係啲嘅碼頭嗰度啦，所以佢都係保障倉置倉嘅。好啦，咁但係考試中意點樣考慮咧？佢就要問你啦，定係佢會保障係港至港咧？係啦，港口至港口咧，定係碼頭至碼頭咧？答案都唔係，佢係保障倉置倉，大家要留意住啦。咁至於海上貨物保險嘅時候有啲咩除外責任咧？咁我哋可以睇下，例如一啲嘅不當行為引起嘅損失啦，即係話可能佢自己都個被保險人有啲嘢都做錯咗啦，或者嗰個貨物係不可避免嘅損失啦、損耗啊、自然重量減少等等啊，即係呢啲你唔搞佢啦，都會自動冇嘅。包裝不顧引起嘅損失，自己包得唔好啦，又或者本身嗰件貨物一啲嘅固有缺點啦，譬如啲魚擺得耐係會變壞嘅，啲酒擺得耐係會變酸嘅，咁呢啲當然唔係一個保障範疇面啦，因為佢係咪本身都係會變成咁噶啦。仲有呢個有關嘅船隻其實不適航啊，嗱呢度大家要留意不適航即係乜嘢咧？我明知前面有個風暴啊，隻船係咁自己要衝入去嘅時候，最後反咗嘅啲貨物冇晒嘅，咁呢個當然亦都唔係一個保障範圍入面啦。咁戰爭罷工方面咧，咁通常喺個海上貨物保險咧都係另外俾錢去包埋呢方面嘅保障嘅。好啦，至於保費嘅根據啦，好 depends 好根據住就係有關嗰個保護啦，佢自己個身份嘅記錄啦。係會影響住嗰個保費嘅，係啦，即係究竟佢本身個係咪記錄良好咧？係啦，定係佢本身成日都有啲嘅意外發生？呢啲當然喺保險公司都會考慮啦。咁另外根據課文入面啦，佢都另外註明到 ICCB 同埋 C 入面啦，除咗共同海選犧牲意外啦，仲會包咗啲乜嘢嘅危險嘅喎。咁佢寫到明 ICCB 啦，就係話指明一啲嘅重大意外嘅事故啊。因為 ICCA 咧，大家都記得係全險啊嘛，咁佢都另外係講咗少少關於 ICCB 啊 C 嘅內容嘅。ICCB 就係頭先所講一啲嘅指明重大意外嘅事故啊，地震啊、火山爆發啊等等呢啲，咁講啦，逐個去讀啦。咁呢啲啦都係會包括埋嘅。咁啊 ICC 條款入面啦，咁佢就冇咗1同埋冇埋3呢兩個嘅項目啦。好啦，咁至於個船舶保險入面佢包啲咩咧？就係嗰隻船嘅船殼啦，同埋相關嗰啲嘅設備啦。嗱，咁喺呢幾點入面咧，講得特別想大家去記住第4點嘅碰撞責任。即係如果撞咗之後咧，個船梗係會係有一啲嘅衍生咗嘅法律責任啦。咁但係喺法律責任即係個碰撞責任入面啦，船舶保險佢淨係會保障住以另外一艘船啦互相碰撞後承擔嘅法律責任，而且保單淨係承擔75%，剩低嗰25%嘅法律責任啦，會連同船東責任啦，由船東保賠組織，即係大家之前見過嗰個 P&I Cups 咧提供保障嘅。考試會點樣考大家咧？佢未必會俾75%或者餘下咩25%大家㗎。咁講翻見過佢會可能用1/4、3/4咁樣去考大家啦。咁但我相信呢啲都難唔到大家啦。咁同樣地啦，船舶保險有啲乜嘢唔包啊？又係嗰啲嘅標準除外責任啦、戰爭啊、核啊等等呢啲啦。但係單獨嘅戰爭風險啦，就可以另外俾錢去買啦。咁另外免賠額呢啲同樣你都係唔包啦。OK， 好啦，咁另外保費嘅根據方面咯，同樣你都係好 depends on 究竟個被保險人啦佢嘅索償經驗啦，即係睇翻佢本身個 record 究竟係好唔好咯。就算係有關嘅船東管理人啦係另有其人嘅時候，應付嘅保費亦都可以有好顯著嘅分別㗎。同一艘船，但係唔同嘅人可能去買啦，都有可能有一個好大嘅落差喺度啦。嗱，咁至於最後一個咧就叫做遊艇保險啦。嗱，遊艇保險入面啦，當然顧名思義就係保障嗰隻嘅遊艇啦。咁但係有啲嘅限制同埋除外責任啦，咁講得特別用紅色去 highlight 咗俾大家㗎，就係將喺隻船以外嘅船外嘅引擎啦，如果跌咗入水入面啦，個人嘅財物啊，嗰啲釣魚裝備啊，甚至乎嗰隻嘅小艇，如果冇標記到母艇嘅名稱啦，都係屬於除外責任嚟㗎。嗱，咁呢啲啦，聽起上嚟好似幾得意咁啊嚇，咁但係呢啲都係大家要去背，因為考試經常會問嘅地方嚟㗎。好啦，咁最後一個咧就係遊艇保險入面嘅特點咯喎。嗱，留意翻，保證設計速度不高於17節啊！當然大家唔好問講乜嘢叫做17節啦。咁我就知道呢一個係屬於一個速度上面啦，一個嘅 label 嚟嘅啫。速度更加高嗰啲叫做快艇啊，會有其他嘅條款嘅。咁喺呢個17節嘅速度嚟講咧，大家都要去背啦，因為講緊同紅色 highlight 咗俾大家，考試見過佢考過幾次噶啦。好啦，免賠額啦，並不適用於全部損失嘅索償，呢個冇特別啦。有關嘅嘅索償啦，係用以新代舊嘅方法去結清啊，係啦，即係去找數嘅。好啦，另外當然有啲嘅例外嘅情況，可能會用到一啲嘅折扣嘅扣減啦，最高就係1/3。責任保障方面，同啲商船嘅保單唔同啦，呢一啲嘅保單啦係提供完整嘅，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之前一啲嘅責任上面啦，可能咩4/3啊、1/4咩75%、25%咧，喺遊艇保險入面嚟講咧，佢係提供咗完整100%嘅第三者嘅保險㗎，而有關嘅法律責任亦都包括埋個人受傷啊、財產損害同埋法律開支嘅。好啦，咁今次嘅影片啦，咁講翻啦，就同大家去補充埋最後水險嘅內容入面啦。咁講翻都會明白到，水險嚟講，可能大家好陌生喎對呢個內容。當然啦，因為平時我哋都會比較少接觸水險啊，通常都係啲公司嘅層面啦，可能直接聯絡翻保險公司嘅。咁但係呢度咧，大家都就住考試方面啦，知道一啲考試嘅重點位置啦。咁所以就住整個嘅第一章啦，咁講翻咧，亦都喺度啦，先去停一停㗎啦。咁嚟緊嘅時候咧，就將會進入去到第2、3、4章嘅內容嘅世界入面啦。內容當然冇第一章咁多啦，所以大家溫書上嚟嘅時候咧，應該就會比較得心應手啲嘅。都係嗰句，緊記溫書，集中火力喺第1章嗰度，一定要溫得好熟好熟。同埋講翻成日都會提醒一樣嘢，唔好將現實世界可能大家平時聽過嘅內容啦，你或者自己個人嘅理解啦，套咗落去考試入面。考試問得好直接嘅啫，總之你讀過嘅嘢，到時答翻出嚟就可以㗎啦。現實世界留待大家考試合咗格以後啦，將來慢慢先至再去研究多
多啲咯喎。始終都係現實世界有好多其他嘅地方啦，可能係保險公司有一啲嘅酌情位置啦，可能有啲唔同嘅做法㗎。好啦，咁今次嘅影片先嚟到呢一度啦。咁當然其他嘅內容啦，咁講巴往後再同大家去分享多少少。如果大家都中意講巴嘅影片，緊記住去訂閱翻講巴嘅頻道，同埋最緊要推介埋身邊嘅朋友啦，一齊去成為會員頻道嘅一份子啦。因為越嚟越多嘅精彩內容啦，講巴將會放喺會員頻道入面嘅。咁我哋下一次啦，再喺其他嘅影片嗰度再見大家啦。Hello， 各位會員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講巴 CFO 嘅頻道，我係講巴。咁今次咧，終於開始我哋卷二入面嘅第二章嘅第一個嘅部分啦。嗱，咁講巴之前都曾經講過啦，卷二入面除咗第一章以外嚟講啦，第二章咧亦都係一個大家必須要放多啲時間落去溫書嘅地方嚟㗎，因為第二章佔嘅內容咧。陣間喺下一張嘅 slide 啦，咁講巴就同大家去講到噶啦。不過都係，如果大家覺得個講巴嘅頻道可以幫得到手的話啦，多啲向你身邊嘅朋友去推介講巴嘅頻道啦，同埋亦都可以加入成為會員頻道嘅一份子。咁大家將來多啲會就會喺卷二啦，又或者嘅模擬試題解讀上面啦，咁大家都可以再去睇多啲相關嘅影片咯。咁如果大家有進一步嘅疑問嘅時候，關於模擬試題的話啦，亦都可以透過翻影片下方嘅 email 去直接聯絡翻講巴噶。好啦，而家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去睇下今次嘅影片。好啦，咁跟住喺度咧，大家就會睇到第二章係講啲咩啦。嗱，第二章佢嘅課題咧就叫做核保同埋保單用詞。點解喺個章次入面我哋都話係咁緊要咧？當然第一，大家會見得到佢嘅比重都佔咗34%，係佔考試入面17條嘅題目啦。所以除咗第一章以外，第一章大家學一啲嘅車險啊、水險啊、火險啊、玻璃險啊、金錢險等等嗰啲以外啦，咁其實喺第二章入面咧就進咗一個核保嘅世界入面啦。核保喺一般保險入面咧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關口嚟㗎，因為大家會諗到一般保險可能大家平時買一啲嘅火險啊、水險啊等等嗰啲啦，甚或乎家居保險啦，都係每年咁樣去續保一次的話，大家會知道啦，核保呢個係不斷循環緊嘅過程，而且喺一般保險嘅世界，因為牽涉嘅險種數量實在太多啦，所以我哋都會簡單去了解下一啲唔同嘅保單嘅用詞噶。咁至於理賠同埋客戶服務咧，就將會喺第3同埋第4章嗰度啦。咁講巴再時再同大家去講多少少噶啦。不過少少定心丸派俾大家，第3同埋第4章嘅內容咧，有部分大家其實喺卷1、3已經係學過噶啦，咁所以就會比較簡單少少嘅，所以大家都要花多啲嘅心機喺第1同埋第2個嘅章節上面啦。咁喺第二章入面嚟講咧，主要有4大個嘅部分咧，咁大家需要去理解下嘅。咁當然講巴就會今次先同大家去講咗第一個嘅部分啦，投報書同埋重要事實。嗱，重要事實如果大家依稀有印象喺卷1、卷3咧，大家已經睇過好多次噶啦。不過嚟到卷2嘅時候咧，始終都係佢都係屬於保險嘅重要一個嘅範疇，所以陣間講巴都會同大家用一個比較快嘅時間去講翻乜嘢叫做重要事實㗎。咁喺嚟緊嘅時候，一啲嘅核保嘅程序啦、保單嘅措辭啊、條款條件啊、甚或乎一啲嘅續保同埋取消嘅過程應該點樣去做咧？講巴都會慢慢同大家咧逐點去睇入去嘅喎。咁我哋要去睇成個核保同埋保單用詞之先啦，有少少嘅基本嘅概念，大家一定要成日去問一問自己，同埋你自己都 make sure 自己係要知噶。嗱，咁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話核保嘅時候，核保大家知道即係話公司保險公司嘅層面都要去睇下客戶俾嘅資料，究竟接唔接受佢呢一單嘅生意噶。咁所以其實核保入面啦，通常會佔咗2個重要嘅過程。第一係選擇風險，保險公司會視乎客戶俾嘅資料或者客戶嘅背景啊，佢做緊啲乜嘢生意啊，去選擇風險嘅。直接啲講，即係話睇下呢個客接唔接受佢去買保險。第2個嘅過程就決定合約嘅條款啦。嗱，假設大家幻想下自己係保險公司啊，我都想接呢一個客做我嘅保險公司嘅客戶喎。咁但係可能個風險咧就比較高少少。咁你會點樣做咧？咁你可能就喺合約嘅條款嗰度啦，可能就會再加收緊少少一啲嘅條款嘅細則嘅內文啦，務求令到我又接受到個客成為我哋嘅客戶。第2，咁個風險嚟講咧，亦都用一啲嘅合約嘅條款啦，去框限翻佢，唔好令到佢太高。咁所以我哋核保2個重要嘅過程就係選擇風險啦，同埋決定合約嘅條款啦。好啦，咁但係當我哋了解咗以後，再有2樣嘢大家要好快去記起翻嘅，投報書同埋重要事實。考試中意點樣考大家咧？緊記投報書啦，佢好多時會考你另一個名又叫咩咧？咁大家要記住啦，又叫做投保單啦，或者申請表啦，英文甚或乎叫做 application form 啦。咁其實都係指緊同一樣嘢嚟噶。個客佢要買保險，都要填翻份表格交翻俾保險公司噶嘛，嗰份就叫做投保書。咁我哋會話，一般可以用一啲嘅問卷形式嘅文件啦。咁但係必須由投保人啊嚇，即係買保險嗰個人啦，或者嗰間代表嗰個機構嘅人士嚟講啦，提出保險保障嘅申請時係需要填寫噶。第2樣嘢，重要事實。咁我相信大家如果經歷過卷1、3嘅洗禮嘅時候啦，重要事實應該你都係識噶啦。咁但係喺度好快重溫翻，乜嘢叫做重要事實啊？緊記住，重要事實有3個重要嘅 keyword，大家一定要成日問一問自己噶。第一，重要事實係會影響到訂定保費嘅，即係話會影響保險公司收個客幾多錢啦，或者再推前少少，或者決定是否承擔風險，係會影響到保險公司接唔接受呢單生意啦。咁而且係會影響緊乜嘢嘅保險公司咧？我哋話係一個審慎嘅保險人，即係審慎嘅保險公司。所以我用一個簡單嘅方法，重要事實，客戶俾嘅資料，如果係會影響一個審慎嘅保險公司接唔接受呢單生意啦，又或者係會影響審慎嘅保險公司啦，決定收個客戶幾多保費嘅時候，呢啲一律都會叫做重要事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啦。而且個客戶嚟講呢個投保人緊嘅亦都需要遵守一個最高誠信嘅責任啦。呢啲都係保險世界入面啦，呢啲係必須要遵守嘅內容嚟㗎。好啦，再講白少少，一啲關於重要事實同埋非重要事實咯。記住，重要事實係一定要同保險公司講嘅，咁非重要事實就相反啦。咁好多時以往講巴嘅經驗都好多朋友仔成日會問到，咁乜嘢先唔一定要同保險公司講啊？如果大家仲記得講巴嘅例子嘅，我使唔使同保險公司講一啲嘅常識嘅嘢咧？
做多啲運動係會身體好嘅，呢啲唔需要噶啦。保險人已經知道嘅情況，我哋通常譬如話新聞報咗出嚟嘅，我哋都係 assume 咗保險公司已經係知啦。當然仲有好多嘅，咁但係考試比較問得多，通常都係第一個啦，改善或者降低有關風險。譬如喺個火險嘅世界入面，我整咗一啲嘅防火系統的話，可能嗰啲噴水一發生火災啊就噴水嘅嗰啲嘅噴水裝置的話，使唔使同保險公司講啊？答案係唔需要噶，因為呢啲係都係屬於住改善或者係降低有關風險嘅情況，咁所以大家冇必要留意住呢一個同埋相關嘅例子啦。好啦，咁好啦，當大家知道咗原來係有咩最高誠信啊、重要事實嗰啲嘢，大家都會仲記得的話，咁我哋再落去跟住呢個位啦，咁大家應該發覺就好容易噶啦。風險估定，乜嘢叫做風險估定啊？咁其實呢啲都係保險公司用嘅啫，即係話其實判斷個風險嘅可保性啦，即係我接唔接受呢一單嘅生意啦。正如喺一開首影片嘅時候，咁講乜都提到，一般保險嘅世界啦，風險嘅估定咧係一個持續嘅重複嘅一個嘅過程嚟噶，可能會出現喺最初買保險嘅時候咧，投保嘅階段啦，客戶續保嘅時候啦，嗱，咁你會見到講巴東紅色 highlight 咗俾大家嘅，一般保險通常幾耐會續一次保咧？緊記住，通常嘅時間大約係1年嘅時間啦。如果喺考試嘅時候，大家緊記要揀翻係1年咯。喺索償發生嘅時候都有可能啦。咁正如喺水險嘅世界入面，可能會睇下究竟當時嘅貨物係屬於邊一個，咁呢啲又會再去睇一個做一個風險估定啦。對現有嘅條款作出重大更改，呢個譬如提高保額啊，呢啲都會有啦。甚至乎風險有變化，又要重新去判斷個估定個呢個風險，呢啲全部都係會有嘅。咁所以大家溫書嘅時候咧，不妨去記一記紅色字眼嘅地方，記住風險係一個持續不斷嘅過程。而且通常會出現咩情況咧 ？A、D、C、D、E 啦，咁呢啲大家輕輕去記一記就得噶啦。反而要去記一記嘅一般保險，通常幾耐做一次保咧？1年左右嘅時間。咁過往好多嘅朋友仔經常都會問講吧，其實保險公司會考慮啲乜嘢咧？咁其實無獨有偶喎。其實睇翻個文章入面啦，佢都列咗一啲啦，保險公司其實會考慮嘅內容俾大家噶。第一，其實保險公司當然會考慮到嘅就係接唔接受呢一單嘅生意啦。咁其實保險公司好多時都係要去 reject 或者拒絕一個客嘅投保係好容易嘅啫，緊記住。但係問題係，如果保險公司成日都去 reject 啲客戶嘅投保嘅時候，當然第一就做唔到生意啦。第二嘅時候喺個客戶嘅層面，喂，依間保險公司次次幫佢買，佢都唔俾我買嘅時候，我咪走去揾其他嘅保險公司咯。第二樣嘢就係標準嘅保費與否啦，即係話標準保費你當係一個正常嘅保費啦，保險公司就會考慮，喂，咁呢一個客我需唔需要收佢多啲嘅保費？係啦，或者收佢平啲嘅保費，咁因為保險公司會考慮到究竟收嘅保費同個風險究竟係咪對稱噶嘛。當然仲有第三嘅就係嗰啲嘅用詞上面，即係一啲嘅條款啦。甚至乎第四，保證就係話究竟個客亦都需唔需要作出某一啲嘅保證，先至可以降低到個風險，俾佢買到保險咧？呢啲都係保險公司會考慮到噶。當然仲有嗰啲嘅自付額、免賠額，個客需唔需要自己食翻某一個銀碼底下嘅索償咧？甚至乎最後就係需唔需要揾一啲嘅專家去協助去睇下呢一個客嘅情況咧？呢啲通常都係會牽涉喺當中噶。舉個簡單嘅例子俾大家，依家就比較少見㗎啦。只不過有一啲牽涉到火險嘅世界上面，其實有陣時保險公司背後可能都會揾到啲嘅專家啦，睇下嗰個地方究竟係咪遠離市區嘅咧？會唔會係有冇一啲嘅救火設備喺附近嘅咧？會唔會係可能離地好高嘅地方，可能救火好難嘅咧？其實呢啲有可能都揾到一啲嘅專家嘅協助嘅喎。咁呢啲大家都係當得個知字就可以啦。好啦，咁我哋了解咗頭先嘅內容嘅時候，跟住再跳落去，就會同大家介紹一啲危險嘅種類咯。第一個同大家介紹嘅就叫做實質或者叫做物質嘅危險啦。嗱，呢一個嘅危險嚟講啦，大家要記個例子以外啦，緊記住個 keyword 就叫做客觀。乜嘢叫做實質或者物質嘅危險咧？緊記住係好容易認㗎咋，甚至乎好多時咧都係一啲涉及到常識嘅嘢嚟嘅。例如喺火險嘅世界入面，可能係一啲嘅木材啦，即係一啲建築嘅材料，特別可能係木啦，呢啲容易起火嘅時候，保險公司咪會將佢界定為一啲相對上係會較高風險嘅一啲嘅物質嘅材料啦。另外，對於盜賊嘅吸引力嘅時候，你同我都知道係啦，一啲特別名貴嘅嘢或者特別細件嘅嘢，即係可能特別容易俾人偷嘅嘢，呢啲咪都係一啲比較上係風險高嘅物品咯。身體嘅健康情況係啦，個身體多病啲係啦，咁好明顯呢個風險就會高啲啦。危險嘅職業嘅時候，可能一啲個別嘅一啲嘅職業個風險可能特別高嘅。咁講乜咁多年用嘅例子，可能都係一啲嘅吊船嘅行業啦，係啦，即係一啲高樓大廈以外咧，抹窗啊咁呢啲吊船嗰啲工作嚟講咧，呢啲咪都係一啲嘅高風險嘅工作咯。甚至乎後面一啲嘅引擎馬力，呢啲當然都係啦。喂，架車個引擎馬力大啲，駛得快啲，或者係撞嘅機會可能都會高啲咯。呢啲都係比較客觀少少嘅本質嚟嘅。咁所以大家去溫書嘅時候咧，除咗記呢一啲嘅例子以外，緊記住個 keyword 就係客觀。咁既然有客觀嘅時候，咁佢嘅另一個嘅層面就係有主觀啦。咁主觀我哋通常涉及係啲乜嘢咧？就係啲嘅道德嘅危險啦。嗱，道德危險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會用一個叫做人性嘅元素，係啦。好多時嚟講咧，即係一啲好難去判斷究竟係真定係假嘅嘢嚟㗎。譬如佢嘅例子都係一啲嘅態度啦。可能我覺得呢個人有禮貌，嗰個人就覺得同一個人冇禮貌。呢啲好主觀嘅，係啦。究竟係誠唔誠實、老唔老實等等呢啲都係。嗱，佢嘅文中入面都曾經講過，如果極端或者嚴重嘅不誠實啦，好可能係等於詐騙或者係行騙啊嚇。當然仲有啲嘅粗心大意啊、不合情理啊，甚至乎社會行為呢啲都係啦。咁講返以往通常都會同同事去研究嘅就係粗心大意啊，成日粗心大意，究竟係你覺得係粗心大意，定係其他人覺得係粗心大意咧？可能大家個標準都會唔一樣嘅喎。又或者通常可能都啲內部人士成日講到㗎，就係尾二個點不合情理啊！呢件事 make 唔 make sense， 嗰件事 make 唔 make sense 都好。咁但係邊個去決定一樣嘢究竟係咪 make sense 咧？咁成日講不講笑都會講呢啲類似嘅例子啦，協助大家去容易去記嘅。咁所以同樣都係除咗記啲例子以外啦，道德危險記住個 keyword 係主觀。
好啦，我哋了解咗一系列嗰啲咩風險嘅判斷啊，又或者咩危險嘅時候嚟講咧，跟住我哋轉一轉個話題啦，就會落到去投保書 application form 上面。咁大家有啲嘅資訊啦，都要簡單去了解一下㗎。嗱，咁記住，當我哋填嗰啲嘅申報表啊，即係嗰啲投保書嘅時候嚟講啦，上面其實有一系列嘅問題係需要去答啦。咁但係嗰啲嘅問題係邊個設計㗎？當然唔係代理人啦，啲問題啦都係由保險公司去設計嘅。咁但係記住有啲嘅 keyword 大家要留意喎，就係話，保險公司設計嘅問題唔係有咁難得咁難，保險公司設計嘅方式盡量係做到用家方便 ，user friendly 啊嚇！我咁多年嘅解説都係。咁通常我哋會問到啲乜嘢咧？個客戶一啲嘅詳情啊，姓甚名誰啊，幾多歲啊，佢以前有冇俾保險公司拒保嘅經歷啊？又或者佢自己本身啦，如果真係買嘅時候咧，佢想買，譬如買個人壽保險，佢要買幾大保額啊，等等呢啲啦，全部都需要去披露翻出嚟㗎。嗱，而至於後面嘅時候咧，就大家會諗到啊，其實保險公司佢都問咗所有嘅問題喺嗰啲嘅投保書上面啦，其實唔係問晒咯，有陣時點解仲要有揾咁多人去幫手咧？其實保險公司除咗投保書以外啦，大家都諗得到啦，保險公司係會有好多其他嘅途徑啦，去進一步攞啲資料㗎。嗱，呢度簡單總結幾個俾大家，除咗 A 投保書以外，可能仲有一啲嘅專業嘅協助啦，一啲嘅專業嘅人士啦，風險嘅檢驗，可能派啲專家去實地去做個檢查啦，保險中介人即係可能透過一啲嘅前線人員啊，佢嘅觀察啦，係咪？嗱，因為大家都要明白，保險公司好多時唔係真係保險公司去見過客㗎嘛。保險公司都可能憑住一紙嘅證明啫喎，咁好多時保險公司就靠其他嘅人士去幫手啦，所以前線人員都係㗎。好啦，當然仲有好多一啲嘅文件嘅記錄啊，仲有就係保險公司其實亦都可以再去問下，可能有冇以前嘅保險人進行查詢咧，有冇啲嘅專業嘅查詢嘅代理人咧，甚或乎會唔會喺呢個市場上面有啲嘅消息嘅交往，呢啲都有可能係牽涉喺當中㗎。不過當然亦都需要尊重翻啲嘅個人資料嘅私隱條例啦。咁所以呢度我哋只不過係簡單列示咗可能出現嘅一啲嘅方法啫，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下啦，特別係紅色字眼嘅地方啦。今次嘅影片嚟講啦，暫時嘅分享就先嚟到呢一度先。咁喺下一段影片關於第二章嘅時候咧，講翻就會將同大家講到關於 quotation 一啲嘅報價上面要需要留意嘅嘢啦，同埋喺一般保險世界入面啦，可能會出現嘅一啲嘅叫做暫保單啊，有陣時我哋會叫做暫時嘅憑證啊。咁究竟暫保單同正式嘅保險單中間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呢啲都會喺下一段嘅影片再同大家去分享多少少嘅喎。咁只要去到最後嘅時候咧，都用翻幾句我常講嘅説話做翻一個嘅結束啦。就係如果大家覺得講翻嘅影片幫得到手，緊記呼籲你身邊多啲嘅朋友仔一齊去加入成為港巴嘅會員頻道嘅一份子啦。咁我哋將來嘅時候咧，除咗卷2嘅影片啦，同埋啲嘅模擬試題解讀嘅時候咧，港巴將會有好多陸陸續續嘅精彩嘅元素咧，會加入喺呢個會員頻道嘅上面噶。而如果你對於模擬試題有進一步嘅查詢，唔好客氣，唔好怕醜，最緊要利用翻影片下方嘅 email 啦，去直接聯絡翻港巴就可以噶啦。好啦，咁今次嘅影片就先嚟到呢一度啦，我哋再喺下一段嘅影片嗰度再見。